来，头拄仔即个人甲我讲，你若是兴阵，兴甲足戆的时阵，你学伊的语言就会足紧的。哎，我已经测过啊，嘿，Hello，没问题，没问题，各位乡亲大家好，即摆要就先做，家己先介绍家己嘛，是安啦。看你想要，好啦，无咱先甲观众朋友拍一下呼招，毋是拍一下招呼来。拍一下胡椒，我拢学白讲，安尼要个牙盐无？会使，安尼较芳。开会开较少的，慢慢烘，安尼自然就会少啦。安尼味派对，味较会入味啦，袂歹。好啦，阿杰暗安欢迎，一头留个架上暗安欢迎，各位爱泽赤星云月晚安，你好，各位鸟米高追暗安欢迎。请问你要介绍一下家己无？好啊，安尼歹势啦吼，因为介绍家己的部分，我用台语就无法度啊吼，我用中文啦吼。各位晚安，晚上好。那我是算是游戏的个人是 VTuber 千羽宵月。那基本上晚上呢，也都在开游戏比较多，偶尔会开一个企划类型的谈话型的这个直播哈。那会兴趣是想要也邀请各方面各个不同领域专业以及国家的人才哈，最好是都能够有机会跟他们有这个沟通以及互动的机会。那也很喜欢在线上交朋友，那本身个性也蛮的。所以如果说呢有其他的 V 朋友要联动呢，或者是找不到人呢，都欢迎找我。我就是人家已经直接说我因为我联动的对象大部分这个人选都是女生，所以他们就直接叫我说我是妹头，不是药头，是妹头。对。所以你们如果找不到人呢，想要找人联动呢，欢迎，好，我可以提供人选给你们，就算我不参加也无所谓。好，那这边的话，如果大家有兴趣呢，还不吝啬到我的频道帮我加个订阅，然后我在突袭跟 YT 都有开台。大家可以选择这个自己喜欢观看的平台观看就可以了，感谢各位。好，感谢萧月，是萧月对吗？没关系，你念萧或笑都可以。这个只要知道是叫我就行了。我对名字比较百无禁忌。OK， 我也是，我已经没什么好禁忌的啊，不是他，总之就是那个我有把那个萧月的频道有订选起来，所以你们可以直接按过去就可以先订阅追踪起来了。好，请问你吃饱未？食饱啊，摊多食一个便当排骨饭啊，就逐工拢在食的嘿。你逐工拢食排骨饭啊？上近的啊，阮兜下骹咧行落就是地当买啊。恁兜下骹就是买便当的。我讲到这吼，因为我住的遮真正是在人讲黄金地段啊，附近有夜市啊，边有便当店，过无偌久就有啥物 pasta 啊个，隔一条巷啊，就有7-Eleven，啊个2条，啊个一条路过就有全联，足方便的啦。所以就到底这样，甚至来讲黄金地段啊，月租一个月4500，啊个包水包电，哇爽诶！4000，安尼袂歹啊！毋过你讲下骹就是卖便当的，安尼就有个人会讲即种的，就是可能加纸会较济。你敢若啥款？敢会？阮兜因为阮兜是住伫迄个，就是讲公务式的啊，所以其实我住伫3楼，啊加纸较袂去走起来食啊，因为我碰时我嘛是差不多一段时间我得卖迄水烟式的有无？啊，等来个翕的啊，我人就走去上班安尼。所以等来的时阵，就看到涂骹一大日细食加纸死伫遐。了解。就是固定时间有咧清啦，所以我就觉得还好。但是我今仔咧烦恼的讲是不是我若是全部拢用台语的话，有人会听着，我靠腰听规个拢听无，规个走啊！我也烦恼这呢。安尼哦，你平常时你家己的观众朋友是有会听无少？我伫咧家己咧做的时阵，我较少咧讲台语。原来是安尼。因为阮遮的观众朋友若像足侪拢嘛惯势听我讲，所以我遮较无差。毋过可能今仔日有你的观众朋友买来吼。其实因嘛无差啊，因就是有咧，算起来讲，因为我的观众咧，遮个年岁拢可能嘛较悬啊，所以因咧伫迄社会经验拢有较侪啊，台语加减拢听有啦，所以较无这问题啊。你像迄死神就是咧。其实就是迄个人讲迄个上后加拜的就是伊啊。什么意思？
伊拢讲，譬如一个状况，伊就是讲，我譬如我唔到当时会拍迄雀魂啊，伊入来就讲，伊是新手，伊是萌新，结果第一季摆拍出来的例子啊，哇，就这种人嘿，对，伊拢这种人，伊就甲你讲这是迄个啦，新手运，有无？干嘛安尼讲？卖假啊，已经来10几届啊，佮讲家己是新手。大家拢安尼，做好个啊，做好个，别紧。啊，唔通哦，大概背拢是我。安尼，我这应该是无差，应该大家应该听得懂了，听不懂就我不知道。如果听不懂同阶就会掉，我就会发现。听不懂的话，我们就换回来中文，没问题。OK。If you want to communication with English, we also. That's fine, but maybe 就是同阶就真的要掉了。有人听到英文就头疼。我不知道，我比较少在开英文的，所以我感觉应该。我之前有，你看，马上有人说对英文过敏，完蛋了。没问题啦。对啊，我们还没事啊，就换回中文就好了。如果大家真的就是有人对台语比较不了解的呢，我们这边就用这个。用中文就可以，用中文也可以啊。如果说想要学台语的呢，这边欢迎啊，我们两个都会。我没有自信啦，我没有自信能够像火蛇兄那么强啊，好，然后但是我就是多少也有一点见解可以指导，稍微指导一下这样。不会啊，我觉得听得出来你台语也是，就是有在讲的。因为家里面从小就在讲台语啊。好，我小时候我家都没有人跟我讲台语。我们家小时候，因为我爸是台南出生的然后我妈是高雄那后来就是他们在这个部分的话，会比较就是熟悉这种台语的这种文化。我妈以前还会客家话，但是后来就没有再讲，也忘掉。蛮想学客家话的，但是我一直没有找到，就是我觉得很需要环境所以对啊。对啊，语言这种东西就是非常需要环境去做影响的对啊，就有人说了嘛，要学日文最快的途径是什么？你搬去日本住1个月，你回来你会变超强。真的，就是强迫你不用那个语言就没办法生活的时候，你应该就会被迫进步神速。没有错，原来是高雄乡亲，没有错。我这边也不怕人家知道我是高雄人但是因为介于有些观众还是不喜欢。就是不想知道你住哪，不想知道，不是不想知道，是不想知道你的这些中资资讯那我个人是不介意啦。如果真的想要找我来，欢迎来这边我请你们去，我带你们去玩，我带你们去吃饭，这都没问题啦。因为我之前就曾经在台北的，因为我之前去台北，他们不是都会办 FF 嘛？我之前就曾经去台北，然后就在。因为去台北，我就不是自己开车，那个自己开车太累了，所以就去那边的时候搭那个捷运，就曾经被野生的观众直接捕获。好厉害哦，他认得出来。因为我其实我的本人就是依我的形象下去设计的不过你可以现在有一点发福了啦。因为后来有甲状腺的问题，所以有变胖了啦。你们如果有好奇的话，你们可以去问军人硕他看过我了解。他们上次有来找我，有带他们去玩然后走到脚快断掉。你是说坐11号公车坐到脚快断掉吗？因为很多人他们来很多人一台车载不下的人数所以就只好让大家一起的话，就是大家一起坐捷运嘛。那就只能靠11号公车一直走，然后走到脚会痛，快要断掉这样。哇，文艺复兴11号公车。没事就人还是需要运动一下。确实啦，有时候我也是会觉得我好像欠缺运动，就故意要走一下这样子。对。怎么11号公车观众听不懂？不要理他，他们都喜欢装年轻。我们昨天才讲到11号公车这件事情，他昨天有来看台。不过其实跟怎么讲？因为我本身算是蛮的人我很喜欢交朋友，因为之前也曾经有做过业务相关的工作嘛
所以就是也不会担心说，陌生人不敢去跟对方搭话，比较不会有这种情形。我觉得应该说，我这边话题哈，我只有被人家嫌我吵而已。我反而比较，因为话太多啦。然后我讲到上次我去参加另外一位 V 朋朋的直播，如果有在第1台的人应该都知道哦，那位 V 朋朋是专门在做防灾相关的原来是他。哎，对，就讲，因为我话太多了，讲不完，然后他就直接把中间把我卡掉。OK， 他直接把你麦关掉，是不是？不是，他直接要把我打断，然后他就说时间要掌控，来不及了。我说 OK， 但是我还有很多没讲好好笑。这蛮有趣的，这蛮有趣的啊。对，那个在我的台要提其他 V 也没差，都可以随意。OK。因为我算是在社会上面打滚有一段时间了，所以这个经验比可能会稍微比较多一点点，那故事也比较多可以讲，无论是各方面啦，好，因为像是什么大家最喜欢听的什么灵异鬼故事嘛，好，然后但是鬼故事的话，其实这个比较难启齿的，就是我没有看到，我这辈子只有在小学的时候有看到过，唯一一次。除此之后呢，都会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但是都没有在亲眼见证过，这个是比较可惜一点。好像有一些是说小朋友的时候会看得到，但后来可能会关起来这样子。这也是有一种可能。那因为我之前曾经有去跟我们家人曾经有带我们去算八字，我爸的八字就非常重到有多重呢？各位知道这个有一位叫钟馗，哇，这方面我还蛮不熟的。有一位大师哈，古时候有一位大师哈，叫钟馗哈，那他是人家说的捕鬼大师啊哈。我爸的八字跟他生辰八字跟他一模一样。很重的话，不会看不到吗？就看不到啊，感觉不到啊，甚至鬼都会躲起来。就是他会整个感觉不到任何相关的。天师钟馗，对，天师钟馗。我爸的八字生辰八字跟他一模一样。然后我的八字也非常的重，所以我们家基本上不太会有遇到这样子的经验。但是我之前，顺便到一提这边故事还有包括什么呢？有喜欢听瓜的吗？蛮爱。这边应该蛮多观众都还蛮喜欢听瓜的，连我都蛮爱。光是恋爱故事就有14段可以讲。哇，这个可以讲哦。我是蛮欢迎的，我超爱吃这种瓜的，真的是蛮欢迎的。现在第15个现在是在进行4中啦，最近才刚开始，所以这边的话，就是要故事的话，这边是还蛮多的啊。然后也不要把我定义成我很花心，好吧？因为目前第15个里面有第15个里面现在除了一个是进行式以外，其他13次只有1次是我甩人，其他13次都是我被甩。这怎么会这样？又年轻吧，好，所以后来我也单身了很长一段时间，现在才又再遇到一个适合的对象，类似这样子。那在那个时候，其实之前就有一段，就是有其中一任女友，她是跟我讲说她八字很轻，那她常常会看到也感觉到。那她那个时候有跟我就是有同居，大概半年的时间是同居的。那她就有在我在的时候特别跟我讲说，我在的时候都不会有，我一不在就各种路过啦、经过啦、徘徊啦，家里面就会有。哇，所以真的是你在，他们就会躲起来，可能类似这样。对，尤其是如果我的内裤洗好了，放在，因为我们是晒在室内，也有用哦。这个也有用。哇，那你就可以卖内裤给观众，说这个是给你们拿来。男人的内裤有什么好要的啊？你们要的不就是那个甜美 JK 的现任 JK 的那种热腾腾刚出炉的那种未洗胖吃吗？你也可以给他们未洗的不是给你拿来做那种事的，是给你拿来就是正在就是挂在墙上这样子。正邪是不是？对。完了，阳气超重，没错。各位不用担心这就是我的风格。如果要跟我开车的话，我随时直接油门一踩欢迎。应该1到100应该是不用0.5秒了。好，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我已经无所谓了。开拓一下女性市场的假市场，你再想一下。
这个先不要，我形象还算正常，好吧？我形象还算正常，目前没有这方面需求啊。不过如果你要我在旁边帮忙吃瓜呐喊的话，是 OK 的，没问题的。我去准备一下婴儿油，还有肥皂。你要在旁边看哦。我提供给你们，然后帮你们把风，我不会在旁边看了。我没有，我也没看得进去了。所以哦，顺带一提，没问题，可以不用对我的观众太有礼貌，我想应该是没关系。哎呀，我平常其实就是这样啊，我平常其实说话方式就是这样啊，好，太周到了吧？对啊，是怎样？哇，你很贴心呢。助人为快乐之本，好不好？你们要玩了，不管是一方你情我愿，还是这个我就不讲了，好，我就不明说了，好，那个我就不知道，我会在上面，我就在门外呢，当个3不圆哦，不听不见不闻。好，好，我们还是换个话题好了。啊，我知，若是要讲这种较刺激的，咱用台语安尼 YouTube 听无，不然那个频道就变掉。不要紧啦，啊的，不管不顾不理，不要问我，还对，我唔对，就是安尼。先不用，再等等，请冷静。冷静，好失控的来宾，太棒了。没问题啦，安尼无就共等来讲，咱来讲，纯粹来介绍一下，然后普隆是到底是拢会做啥物物件好啊？因为我普隆是像我嘛是一个有在上班的人啊，所以的这段时间是因为拄好即马确诊啦，还未恢复诶，所以等下可能会听到我向讲到一半向酷扫，这是足正常诶。啊，强要好啊，已经强要好啊。啊，因为安尼，所以我即马上班的部分先暂停，因为我若是去上班咧，传互别人嘛不好，所以我就甲公司遮先请假。啊，普通时咧是咧做工程师啦，咧做迄个机械相关的，所以你若是要叫我画3D，我嘛阮也画出来。啊，画迄 Kit 我那是 OK。你是有咧接迄个委托是啊？你是有咧接案哦，就是讲若是有观众朋友啊，想要请你画图，就会使甲你讲啊，寄钱互你安尼。其实兴趣的话嘛会使啦，像迄顶届有人就有迄人讲迄手指有啊，手指嘿。有人有迄设计迄种型啊，唔知影有啥物状况好看，我就讲啊无我画一个互你看，安尼看敢会使袂？我就只画一个3D 的互伊看。啊伊摕到迄图伊会使，就是会使看呢。你问那你会使看嘛？阮那会当伫你，因为即马人讲迄个3D 列印啥物 PDF 有无？阮那 PDF 嘛，阮那有嘛有支援迄3D 的功能啊，所以你若用迄个 PDF 的，就转档过了以后，伊就用会当用 PDF 伫遐咧转啊。哎呀，这种方便的啊！啊，因为你若摕到迄图，你就摕去互迄，你若较介意的话，你就先摕去互迄有咧甲人斗加工的迄种店，伊就会帮你用迄图照做出来安尼。哇！啊，当然价钱阮那嘛是有较悬啊，因为迄做一粒是安两个，当然价钱会较悬的。你有这种服务哦？无兴趣啦，迄也无是算服务，迄一个手机迄阮那无偌久的时间咧，就可能1点钟以来半点钟就会当结束的物件，就画就好啊。还有专业的。袂啦，因为我咧做的工课就是咧设计，因为之前阮那嘛有设计迄个大型机械有无？人咧做加工迄种大型机械，生产的迄种机械，就会车床啊、洗床迄种的。若无听过的，当去 Google 看卖，车床洗床是啥物物件吼？啊，这种物件有咧，就是算在讲咧加工迄金属的物件。啊，就有需要，因为因拢是大部分这种加工厂拢是用量产的，毋是这种固件安尼类做的，所以因咧生产的时阵，就有需要要甲迄个原料甲叶的迄种物件叫做底菇，咱叫做叶菇底菇。这种物件嘛是阮仔需要设计的，就是设计甲伊袂出迄个伤济迄个袂歪意，咧袂走精袂歪意啦啊。互伊也甲会当顺，安尼就会当互迄普通的迄种作业员吼，会当一只安尼上下了，会当足紧的安尼。啊，我就是咧做设计即个业具地具的工程师。嘿，因为迄物件就足有诶，
迄物件就去讲人讲有迄个活塞啦吼，有迄个活塞接头啦吼，开关啦吼，承接板啦、轴承啦吼，即种物件都全部拢要画出来。尤其是公司有当时你嘛知影讲台湾的企业是安那的，咧头家就是特别靠背迄种的，特别搞员工操死拢无爱操死，佫无爱纳薪水安尼。一个人当做5个人咧用安尼。对啊，所以拢讲一个案，可能照你来讲，应该是要超过1个月制定的案，伊就讲歹势，你搞1礼拜洗出来，都大概拢会安尼。所以你的动作都会互人抄甲愈来愈紧啊，因为你做无紧，你会互人骄啊。有影。虽然我无做过即种的啦，我做的是较轻松的，毋过我进前我做咖啡厅嘛是定感觉讲靠腰，你真正搞一个人当做3个人咧用哦。台湾的企业大部分就拢安尼，即摆较无共的是因为少年有诶少年头家出来，伊滚嘛有做过人的劳工，所以伊对这可能就较深的迄种，对，伊就会较会体会，就会即样讲，较会去放较松的啦，无遐硬啦。安尼嘛算有良心的啦。讲实在话，做有咧上班的人，应该加减拢有即种感受啦。所以人讲，劳工共头家永远是对立嘛。是。哇，你头拄讲的迄种少年头家算有良心的，佮有另外一种就是今仔日换我做头家啊，换我甲恁操好死。我甲你讲，即种文有，即种大部分拢土师啊。就是伊无去完全无去研究过啥物叫做管理，伊就要出来做头家，有钱就敢要出来做头家，就靠一支喙，无就是拢家己搭咧做。但是即种头家就是有一个结果，就是会吵甲假死，因为伊永远拢请无迄种会当家己共款思想的员工，所以就敢若会当家己入去做。做无偌久，伊就家己忝是挡袂牢，伊就家己去练乖乖啊。差不多拢安尼。有理呢。我原来嘛，拄过迄种比我搁少年足侪头家，伊就是安尼。我家己冤啊，我家己做伙伫遐冤家啊，逐工拢咧冤啊，因为伊就是拢咧无咧顾时间咧啊。伊讲偌久就偌久啊，伊就想讲我做会当足紧，结果伊嘛完全拢袂晓，我会晓迄种，因为我即马咧算的迄车程吼，已经毋是人工咧控制啊，真正拢是。全部的单纯的员工咧操作的，但是即马拢是用电脑的电脑会较紧，嘛较油，做较油。伊就袂晓啊，伊就听无啊，伊就想要请人来甲伊斗做，拄好我互伊请着。来的时阵伊就想讲反正迄会当足紧的，伊就甲我安排迄时间安排一底。结果物件交袂出来，就是要求大家人拢落来加班，佫无爱纳迄个加班费。安尼人们就想要酸啊，爱看伊要安怎？我就甲伊讲过即种问题，已经讲过足侪摆，伊嘛是无爱听，结果无爱听到尾就是甲伊讲无真正挡袂掉甲你讲过足侪摆你老人拢会改啊。你讲别人的毋对，家己拢无毋对啊，安尼无你家己做啊，我挡袂掉，我要先走啊，我无爱甲你跳啊。结果真正恐怖。对我就结果伊就来，伊嘛袂当讲啥，我就要走啊，无伊人啊我就走了以后，差不多搁有一个朋友伫内底嘛，阮挡差不多免2-3冬诶。伊搁加挡2冬了以后，伊嘛讲伊挡袂掉啊，我爱做啊。我讲啥啦？伊讲伊搁加挡2冬，伊就人讲故意人啊，袂晓讲 no 诶啦，就互人迄个后甲要死要活，结果。2冬了以后，我甲联络的时阵，我就讲你搁伫遐咧继续做嘛，伊就讲无啊。我讲你是安那共款的问题啊？伊讲嘿，共款的问题。我早就甲你讲过啊，我走的时阵就已经冻2冬，我就叫要冻袂掉。你搁伫遐咧浪费3冬的青春，你是咧创啥话？伊就讲对有影。结果伊走了，无半冬，迄间公司就倒去啊。就是。伊真想讲，问题就是安尼啊，哪有可能一个人动一间公司，安尼你去请啥物员工，你规个做倒啊，对吧？那台语就有一句话啦，吼，较粗鲁寡，但是我感觉足中肯的。无这种西康，你就莫食迄种下药啦。是有影，对吧？你也无这种材料，你食了济，是不是大家人操死的？大家人迄个西康无共款吼，家己啥物款的西康，家己心内爱有数。对，真正是有啥物材料，家己要食好好啊，思想一下，家己
真正有这种才调，莫讲操死家己不要紧，操死家己到害着别人，应该死好。是，真的是应该死好啊。对啊，上好就是你讲吵甲无要对你耍啊，你家己一个人去看卖哦，看你偌高哦。对啊，进前足侪迄种算讲较老的公司，就是拢有足侪头家员的。流动率小悬的啊，一个员工入去无够一档就要走啊，搁换一个，搁入去无够一档就要走啊，永远都伫遐咧请新的员工，搁无爱升水，结果人尾仔走到尾仔，伊就拢浪费时间伫遐，因为员工永远拢是新人。对啊，你爱甲训练呢，你安尼颠倒了足侪迄个。就老一辈较袂晓想啊，毋知是拢安那拢搁愈济是坐伫上悬顶，迄坐伫天梯顶吼，毋知影下骹的人是过到偌艰苦的。对。为头至尾无看过头家生做啥物型，我就真正对这种公司我嘛就呸的。对啊，这讲伊听过是无迄个尻川莫食迄款瀉药，我嘛是听尻川，是安怎你的版本是西康？我较粗鲁啊，你较白哦，你讲较白人啊，毋是啦，较迄个较正确，实际上咧听的是西康，毋是规个尻川安尼。你像诶，有诶人就讲，恁做甲足艰苦吼，较忍耐寡。什么意思？都已经足艰苦，叫我忍耐哦。无啊，有人会讲即种讲法啦，就是有人会讲，你有当时咧 complain 啊，还是咧做一下咧袂爽的时阵啊，工课嘛较做工课就是安尼啦，较忍耐寡这是较优秀的讲法。我就较袂介意即种讲法咧。你介意无优秀的啊？毋是我较介意，我较讲无优秀的，我感觉较顺的。什么叫无优秀的？烂拍地咧，继续做。是啦，安尼听起来较有迄个要安怎讲？较白。就是怎讲？我较歹势啦，我较粗，我讲话吼，较无遐就遮尔优秀，我较粗残。我讲的台语，我讲台语的话，我就真的会变得比较粗鲁一点，会变得比较粗俗一点。所以大部分我也都是用中文在跟大家讲，比较好。免烦恼，因为阮兜无咧讲台语，所以变做我家己学台语的迄个来源较济，就是网络顶面，无就是大学的时阵听老师咧讲，所以我颠倒想要学一寡，麦当讲较粗鲁，较粗俗的迄种，较粗俗的迄种台语就学无了。我是想要学，毋过学无，所以我其实嘛真欠缺这方面的，因为我感觉一个语言正常来讲，伊是文雅的物件爱有，毋过粗鲁的物件嘛得爱有，所以我感觉因为我正经咧学的时阵，真正有咧学的时阵吼，身躯拄啊边啊较侪工人啦。因为我嘛较介意迄种型的人，你敢知？伊袂甲你头前笑笑，后摆吐刀啦。拢做直接的就对。伊就讲你干你啊！你少年你来这搬袂叮当你搬到安尼大粒官细粒官，你边啊坐啦，先串一个我来啦。听起来足粗鲁的，毋对，但是人足好。有迄个互伊照顾到的感觉呢。对，所以我讲安尼个性我较介意，你敢知？办公室内底就是你这唔通安尼做，你这要安那，甲你教，听起来足温柔的。后壁你就发现讲，靠伊去甲给你吐刀讲，去甲给你做了白啊，讲你这个人拢袂晓做，叫伊结果你互人死头路。呢。这种的办公室就是安尼，办公室顶多是安尼，所以比起这吼，我较介意工人较阿莎利的迄种态度，你知？我嘛足介意阿莎利的人。系打里边的时阵，因为我问他嘛有做过粗工啊，就是迄拍石啊啦、搬水摸迄水泥土啊迄种的。做粗工我嘛问他做过，打里边的时阵，迄大哥的，人讲咱拢叫大哥嘛，内底先辈拢叫大哥嘛。阮大哥就对我就好诶咯。少年诶，你莫安尼搬到安尼要死啊！我甲你讲，你搁搬到你迄边啊先休者，你甲来继续玩，你莫安尼搬到大粒瓜细粒瓜，你安尼你明仔载就袂想要来啊啦。我讲无啦，不要紧，我搁加搬者，我搁会较少。毋通啦，你著边啊休困啦。你要啉水无？有水吼，伊著冰箱摕起，伊著冰
冰箱伊就伊家己有炸一个细卡的冰箱哦，啊内底就搬出2罐。哇！来，你要倒一种正手阿比啊，倒手秘鲁，你要倒一罐？我靠腰啊，都无凉水嘛哟，拢酒诶。哦，哇！我这听个你差不多安尼讲，我就听个已经足感动要流目屎啊！我讲真诶。因为这大哥真正对迄新人，我非常照顾。你第一天来，伊第一个看到你，伊嘛为那就迄个亲切到啲，跟他对就好诶。你先休者，啊！你若是热，我甲你讲，遮拢查甫诶，无人咧插你诶，你着烫正衫落做嘛，无要紧。你唔敢烫啊？无我先烫嘛。哦，啊！你要啉水来咧，你冰箱内底凊彩体。啊！你若无够，我去甲工头仔讲，伊会搁搬过来。哇！啊！你要食粉无？有食粉吗？啊！冰人有无？真诶，伊拢安尼，做这正个呢，水呢。所以我讲，其实。钱摕无足济啦，因为做工仔就是安尼，钱摕无足济，因为拢是人工，拢是人力的呀嘛，出人力的，无啥物技术，所以钱无足济，但是你伫内底，你会感觉讲过甲足快活的，你敢知？哦，会当小可会当体会，就是规个迄个气氛，迄个感受吼。拢真正是咧做工课迄种感受，毋是种当下讲哦，逐工起床哦，搁要上班哦。搁加互我困10分钟就好啊，10分钟就好啊。啊，毋是啊，伊迄上班就是哦，起床啊，要上班啊，啊，搁有10分钟呢。啊，无先去遐，先甲大哥先开讲者。差别足大诶。虽然我无做过像你讲诶，就是真正较出力，就是要安怎讲，就比较劳力性的，我是较无做过，毋过。因为我之前捌做迄个，就是要安怎讲，我想看卖安怎讲较好。都捌做过坐办公室诶，啊嘛有做过迄个，就是咖啡厅诶。即2种已经有差，诶，就是坐办公室诶，真正是伊精神方面有时互你做无想要去上班。啊，毋过颠倒是，若是有一群人会当，就是做伙做代志，迄种感觉，有时若去气氛也好，你真正会愿意，就是。较早去甲人开讲啊，嘛算是交朋友，也是甲当做一家伙啊呢。啊，因为讲实在话，即摆少年头家有诶，就迄种担当诶啊，伊就较有才调，伊会当亲身力行，啊伊嘛会晓教，啊伊话阮啊想要好好做一间公司，啊有诶老伙仔就是已经食老啊，伊嘛笨大叮当，伊嘛无想要学新诶物件，伊就伫遐咧剩一支喙尔啦，讲较歹听就剩一支喙尔啦。对，而且有诶就是，迄个做头家诶人，伊无一定会当体会，就是。基层的人，辛苦伫倒位，因为讲实在话，进前的人话辛苦，我嘛阮毋知。但是因为即摆时代无共啊，大家人的生活嘛无咱无共啊。你若是无照时代咧变化，你有一天你就是准备互人淘汰。对，你无法度讲硬要对抗规个迄个大环境啊，迄无法度。对，人是爱对着世界来改变的，家己爱通变巧。无毋对，所以。人讲看到啥物物件，就是会想要学。迄种人家说，活到老学到老。有影。所以不时吼，就是接触看卖啊，家己陌生的领域啦。像我即马，我若是因为我拄无确诊的，我原来搁要去学吉他，我原来无去接触音乐相关的物件，我就想讲，啊，即世人无接触过，我是毋是去加学一寡兴趣，啊，算起来讲嘛是加学一个才调，会当表演互人看。安尼，啊，结果拄着最确诊的看，就可能搁爱等一时啊，就对。对啊，都要等一时啊，人讲会扫2礼拜，啊，我即摆已经扫1礼拜啊，第2礼拜应该就较好啊。希望你紧好。啊，当然嘛是希望今后啊，无法度等去上班，我都要枵死。哦，对呢。啊，哇，毋过真正会感觉讲，就是咱人生有时要调工爱找一寡代志来做看卖啦，就是去找一寡你毋捌做过的代志，啊，安尼较有滋味。这要算人讲。歹势啦，因为我遮个观众拢讲我咧做杂谈，其实我老师咧功课，所以可能嘛会互你个观众有即种感觉。
啊，但是我嘛是要讲吼，有当时啊吼，你若是决定一项代志吼，你就要坚持是最重要的一种代志。哦，这对我来讲真困难。尤其是譬如讲，咱即摆咧做 VTuber 嘛，咧做直播嘛，VTuber 直播的这种物件咧，你要有钱的，你要有迄个收入的，可能会较困难寡。对。但是我正前我看过一个日本的 VTuber，伊是个人类出来做，伊毋是伊嘛毋是食头路的。哦。伊做超过10单。哇！伊的。伊的直播方式嘛是阮那拢是咧耍游戏尔，观众嘛无偌济，拢同阶嘛差不多10几个，查某的哦，查囡仔哦，哇！伊拢耍魂系的，哇！这样诶，但是你看哦，伊全部拢耍魂系的尔，伊就无去接触，伊就较少咧接触其他的，伊有当时啊嘛有耍蒙航魔物猎人迄种诶，但是伊拢安尼坚持10几档啊。无简单诶，观众阮阿毛，伊的订阅者阮阿毛万几个。分析。我就在想讲，奇怪啊，伊安尼嘛袂讲就有特色啊，他说话的方式也没有很有吸引力啊，也不会说特别会去迎合观众的需要，像是我们说养真爱粉，他也没有。但是他的订阅数还是可以破万。所以其实我是觉得 VTuber 这种东西其实也差不多。就跟做保险一样，你没有底薪嘛，一样保险也没有做底薪，也没有底薪哦。是这样说没错，你坚持久了就是你的。对，尤其是做频道这种东西，其实它就是蛮需要长期的，你要去滚雪球，你要真的要很有耐心。对，所以很多台湾的 VTuber 我都觉得年轻人很有才能，做不到2年就毕业，很可惜，真的很可惜。反正我讲老实说啦，我们像我的话，我的生活很单调，上班回家打电动睡觉，上班回家打电动睡觉。那不做直播之前，我也是在做这种事情。那我为什么不干脆做一个直播来看看有没有，顺便还不会说在上班就已经没在跟人家讲话了，回到家又是在玩单机，然后也没在跟人家讲话，有一天语言能力会忘记啊。那不如说自己开个直播，至少可以，有兴趣的就来找我聊聊天哦。你喜欢这个 VTuber， 来我的频道推给我听，我再把这个 VTuber 推给别人，没问题啊，有道理。我以为你说再把这个 VTuber 直接找来联动，也可以，我也蛮可以的，欢迎，对，推一些我就是妹头，我就是妹头，没问题，要妹要什么没有，女 V 我最多，真的假的？我对性别是没有特别想法啦，但是你就是如果大家是推我腰得动的就 OK， 不要推太大尾我腰不到，那没办法。你其实我是觉得先腰性别这个其实是一个趋势嘛，因为毕竟再怎么说男性观众的比率还是比女性观众多啦，这个是不能改变的事实。所以女 V 会比较受欢迎，这个我们也觉得合理。而且我发现女观众也会看女 V， 但是男观众看男 V 的会真的有时候会觉得比较少，是真的有这种感觉。对，所以就没办法。所以就老实说吧，喜欢看女生就说嘛，这个我也是啊。你叫我去看那个男 V， 我也是很少看啊。看他的秀的，看他的影片，这个不会少看啦。但是你说要直接去跟他的整个全程直播，老实说我也做不太到啊。抱歉。那其实所以这个想法，其实我也觉得说，能够体会啦。那你们喜欢看女生，那就是我就很简单啊。你们喜欢看谁？来，我就抓过来啊，我就抓过来联动啊。你看，有人说是真的蛮爱看女生的，对吧？是啊，这很正常，也没什么好，这一点都不意外。的确。要什么样的妹子都有哈，要性感的，要走性感风的，要走顽皮风的，要走甜美风的，治愈风的，要走萝莉的，找御姐的，要龙有龙，要鸡有鸡，要这个要狐狸有狐狸，还有狗，还有猫，要什么有什么哈。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就来，我就随时推一个我认识的 V 给你们，你们就去追人家的频道啊。如果不好意思去主动追，不好意思去主动订阅嘞，来没关系，我就把人邀请过来。我们就来办一个联动，让你们看人家到底是怎么玩的，都 OK 啦。那请问宝箱怪有吗？宝箱怪不就你吗？我以为你要推的都是女生的，女生的宝箱怪哦。
耶，考倒来宾了！我这辈子只遇过一个，我等一下推给你。我知道有啊，我知道有一个他在土起。哎，对，你们有合作过吗？没有。好，因为我跟他还没有很熟，不过要混熟其实应该也不难。我好像也没有跟他很熟，但是我还就是有时候会蛮爱 cue 他的，因为是同族。顺便教一下，当你如果想要跟人家联动嘞，最快的方式就是去滴人家的台，用观众的身份呢，然后跟人家打好关系以后，熟了以后，对方对你有那种就是不会在感到陌生的时候去跟人家提出联动。成功率奇高无比。你这个业务能力很强哎，听起来其实真的是蛮有道理的。你说的对极了。哎，你像我的推也是啊。哎，你跟你推我原本有合作了？我原本有推啊，然后我也是去他那边当了蛮久的观众，然后就直接邀请他来联动，然后就联动成功了。哇！那我要偷跟你讲，就是虽然大家也会听到，但是就是我也有一个就是蛮喜欢也蛮想跟他合作的。可以算推嘛，反正就是我蛮喜欢的 VTuber， 但真的太大尾了，就是我跑去他的台留言，他大概也看不到，所以我没有用这种策略。然后他要毕业了，我看我是没机会了，靠北。你可以，其实像这种的话，其实你也不必太担心，你就企划书写好嘛，那主题写好嘛，流程写好嘛，然后直接撕。来不及了，毕业了。哇，那就真的没办法，那个要做时光机，那就真的没办法，悔不当初。跟你讲，这就是 VTuber 啊！哈，我们在 Whole Life 呢，有一位很出名的龙，有一只龙哦，现在它叫做 K 开头，这个我就不讲了啦哦。有一只龙非常出名的龙，他讲过一句话，我就觉得很有道理。能推的时候就要尽量推。哎，真的，对，没错，真的是能推的时候就要尽量推。啊，然后我后来也是看 VTuber 看到最后，我也是都很少看那个，就是出道你如果不到1年的 V， 其实我也比较少追了啦。你怕人家撑不住是吗？还是就是比较不会被有些人对真的，或者是有些人他那个讲话气氛就不对，那个感觉他们要做长期是不是？对，那个他有些人他们就是可能，你会看到这些 V 他们都有一些特质。他们在直播上面基本上不会去讲一些很开心的事情，他们都会一直开始在抱怨，一直不断的在抱怨。这个很明显，这个很明显。他没多久以后就毕业了。这个很明显。我觉得对啊，这个其实也是看 V 的这个心得之一啊。对，稍微看多一点都感觉得到。出道之前，我自己也是个观众，应该说我现在还是个观众，只是因为现在脱单了。所以我比较少时间再去滴台了，不是我不能滴，而是我更重视跟对方相处的理解任何一刻，所以我会把时间花在对方身上更长一些。当然直播还是在做啦，那甚至会直接邀请对方直接上来联动啦。你透露了很多哦。对，我透露了很多。其实我是很想公开，但是对方不想公开，所以我这边就先保密。还是你不过敏锐的人其实基本上都察觉到。还是你会看对方的台？你会看对方的台吗？没有，我直播时间跟他直播时间冲突。完了，我直播，他也在直播。我下播了，就是去那边，通常他也在收台了。好啦，也是啦，就是虽然我女友不是 VTuber， 但是我也是会趁她上班的时候工作，会这样，就变成说她下班之后我就可以陪她。所以的确，工作时间会重叠。对，所以其实我是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缘分啦。就是怎么讲，要看你的重心点放在哪里。像我就是放在他身上嘛。那像这种的话，你说好嘛，其实也不太好，对自己不太好。你说不好嘛，也不太对。因为我觉得我的恋爱观就是这样啊，就是我跟对方在一起的时候，我会珍惜所有只要是跟对方有相关的一切。缺点就是。对方离开了，你会伤到直接掉入18层地狱无底深渊。OK， 哪天就是萧月没开台，就代表不会，我一样，我就算我还是会开，都已经，但是顶多就是那一天可能心情会比较不好一点这样子而已。理解，我又乱讲话，没事啦，这个百无禁忌，我也是蛮没礼貌的，你应该已经发现了。没有，还好啊。
还好啦，蛮克制的。不会啦。什么叫没礼貌？没礼貌就是刚进来，明明就进来的，我在凑啦，我现在凑啦。来，请凑。什么叫做没礼貌？第一种没礼貌的就是刚进来第一句话，陈火神，你在直播，你爸爸在你后面很生气，很火。什么意思啊？我在凑谁的话，大家如果有知道我在凑谁，有在第一台的人应该都知道我在凑谁。好，我完全不知道。他那个叫派什么脆什么课，我完全不知道，没我的事，没我的事。因为他大部分骚扰都是女 V， 偶尔会有几个男 V。那第二种没礼貌的人，就是可能你在打魂系，你已经死了，你已经打同一只网，已经死50几次了，然后他还在里面，你这个要闪啊，你这个要躲啊，你有没有看教学啊？这个会生气，这个会生气，这个会生气，这个叫做没礼貌。这个就要说那个台也不是你在开游戏，也不是你在打，是在。对啊，游戏又不是你在打，你行你来啊！真的。对，所以你这种叫没礼貌。哇，我要偷分享，你 OK 啦，很没礼貌，就是有一些主播喜欢开台语台练台语，然后就有人在说，哇，主播你的台语好让人中风哦。那你怎么不开台让大家听听你台语多好？是在靠呗？没有啊，其实我就觉得说，有一些人呢说话。其实对我来说，我自己本身，所以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观众，所以我大概出道一段时间，我就知道有一件事情，其实这个跟对观众讲可能会有一点，你们可能会有一点难接受，但是我是真的就觉得很多观众都有这种心态，就是观众说话不必负责任。对，是没错，就是这样，完全就是，对。虽然有些观众可能没办法接受啦，但是我觉得这就是大部分很多观众真的就是这样，就是我讲话不必负责任，反正主播反正行头不对，我只要按叉叉就没我的事了。真的就是对啊，很多很多所以其实就是怎么讲，老实说就是直播做自己开心的就好了。对，我觉得稍微做久了可能就会大概有那个心态，就知道不用理这种的。对，没有错，没错。你看，有人知道啊，传说中的派翠克，有人知道，不是我说的啊，跟我没关系。对，就是怎么说？就魂系游戏也是啊，就是你根本不会打，你也可以做出评论，你根本不需要证明你有多厉害，你也可以在那边讲屁话。真的，我觉得不用跟这种人太认真，就随便啊，你就讲。还有另外一种也很好笑，就是。他自己也做不到，然后讲的他好像有做过一样。这到处都有这种人，真的不行。对，真的是。这个也是，就是，其实这种的也是笑笑就好了。哎呀，生气干嘛呢？你生气也改变不了事实，你念他嘛，对啊，也不会，也只是闹到气氛尴尬。所以我后来想到一个最棒的处理方式，永编。不用编了，我不编人的，你知道吗？我在我的台，我完全没有编过任何人，我也还没。就基本上就是你上来，你讲一些543，那我就会 OK。你想出名，你想要变成主题，你想要引人注目，那我们正常来说，我们是被延上的那一个嘛。人家如果说生气了，我之前有看过，因为之前曾经有一段时间有。因为那个内分泌失调，有产生这个精神上面有一些类似忧郁症那种状况，然后我去看医生，那医生有说，就是他跟我谈话以后，他有说你太擅长于压抑自己的脾气，所以你已经压抑成一种自然，那你成自然的时候，你就会不自觉，你就会有可能会变成一颗不定时炸弹。那你引爆的时候就会去波及周边的人，对吧？可能包含你。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下，爆炸有不同的形式，炸弹是一种爆炸，核弹是一种爆炸，但是我们相反的，烟火也是一种爆炸。你要炸伤旁边的人，还是你要变成最灿烂的那一颗星星？哇，这听起来蛮赞的。对，然后我后来我就想 ，OK， 你要让我爆没问题，我就把你丢上去当烟火。好爽哦！具体来说，你是怎么对付他们啊？具体来说，例如说，好像那个我刚才讲那个案例，例如说，就像那个派什么翠什么课的那一个，他就会常常到人家台上面，然后他就只是纯粹骚扰了，他就是说，你都没有在上班，你只在做直播，你家人在后面看了会很伤心。
然后我知道他的状况，我就会说，但是我有在上班啊，我还做到主管阶级，一个月月薪还蛮好，还虽然说不是很多，但是他至少我还能支撑自己的生活。然后我爸妈都知道我在做直播啊，他们也蛮支持我，还叫我继续坚持下去啊。啊你嘞？你靠打工生活没问题吗？你还在这边讲干话没问题吗？你爸妈这次知道了以后，不会再打你打得更凶吗？你这样子会不会很需要同情啊？要不要我帮你秀秀？哇！你这个策略，虽然我也知道你刚刚提的那位他是确实有一些状况啦，所以如果我知道人家某方面就是有一些状况，我可能不会那么凶。但是对于那种我如果不知道你有状况，我也会用这种蛮凶的方式，就是我可以接着你的话讲，就是拿你的话来对付你，这种是最爽的，这种真的是最爽的，这种超爽，而且你还会让其他的观众笑出来，所以我觉得这种方式也很好啊。对，而且我干嘛去跟人家生气呢？我的观众也蛮喜欢看我骂人的，所以如果有人讲一些让我觉得很白痴的话，我应该会把他直接拖出来骂，大家都开心。就除了被骂的人之外，都蛮开心的。真的，就是这种方式，就是你想出名，你想让我爆炸，没问题啊，那我就把你发射上去，直接变成最灿烂的那颗烟火，大家看了都很开心。不错，除了爆炸的那颗烟火以外，我觉得真的就是当 V 真的就会需要能处理这方面的一些情绪问题，就是你如果一直忍耐，你自己会受伤的。对，而且有一些 V 就是为什么会忍不住跟他杠上，其实还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我看到太多，我觉得都很有才华的 V， 甚至有一个人被他弄到就是决定，因为这样被他弄到心情真的受不了，所以他决定就是暂时停播。那我就觉得人家惹到你了吗？你干嘛没事去找人家茬，只是为了自己的爽嘞？那好啊，你要玩我就跟你杠啊。反正如果你哪天烧起来，你也可以收割流量，也是蛮爽。其实我一开始，因为我脾气本身不好，我也是，我自认我自己脾气不好，然后我的口才也没有说很好，我自认为我自己的口才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也没有什么特质，声音又难听，又不会唱歌，不会，我觉得打游戏嘛也没有特别强。那我自己认为，依我现在这样子完全口无遮拦的状况，我原本预计我出道2个月就要被炎上烧到强制毕业了，结果没想到不知不觉就这样撑了2年。我觉得你声音蛮好听，我很喜欢听你讲台语的声音，虽然我是直男，但我真的蛮喜欢。真的，我认真。先不要，我没有那个兴趣，那个我也没有，那个。算了，我们继续，我们别的话题。没问题啦。不要紧张。刚刚讲到什么？不是，我刚刚想到的是那个性格火爆那件事情。我觉得有时候，我感觉到蛮多 VTuber 就是会蛮怕争议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是为了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去跟人家杠上，我觉得是该做的事。而且黑红也是红，这样烧起来，认为你做的事情是对的人，他们就会留下来支持你。所以我觉得真的不用太害怕。可能我也脾气不好。其实不是说脾气好不好，而是说每一个 VTuber 都要坚守自己的原则。对，我觉得生而为人就是这样，你要有时候要坚持自己认为是对的事。我再透露一个，我原本有在看的 V，她女生脾气超火爆，变人没手软，你只要错一次就直接变掉。哇，对，然后她变人没在手软，然后脾气超级火爆。但是他打游戏能力就特别强，我就不说是谁，直播时间超级长的，都是早上在直播。那我一开始看他的台，是因为我觉得他的声音蛮可爱的，然后皮也很可爱，然后游戏能力又蛮强的这样子。但是后来我发现就是有点太辣啦，太辣，所以我开始有一点就是个性太辣了，像长刺的玫瑰，你知道吗？很赞耶，没事，你继续。对。然后反正就是我原本以为想说以他的个性，可能观众的这个受众也没有很多，我错了，他已经快破万订了。不是，应该蛮多人喜欢这种的吧？对，很多人都喜欢被骂，好不好？对，而且大家都很喜欢看到有人被 ban， 然后就在留言板，然后就在聊天室里面洗那个上香，好扭曲，我会笑死。顺带一提，我喜欢看那种一看就是神经病的，就是讲奇怪的话，然后很疯狂，然后做一些疯狂的企划。
气话的没有，但是讲话的方式疯狂的有。你有看讲话疯狂的？可以讲吗？这边可以推吗？我没差。来，我直接撕给你好了，好不好？他报告他现在在直播中。好，可惜我没有降落功能，不然我就可以用降落暗示大家你讲的是谁。但是他突起的。那没办法，没有跨国际航班，没有那种。这里，我就撕给你了。好，谢谢。这个我不知道。因为他形式还蛮疯狂的啦。哦，对，我很少看图奇，所以我可能比较在图奇活跃的，我就真的是不太会认识。他现在双平台了，等我一下。好。我一样贴撕给你。你有没有要丢上聊天室？这边就交给你自己去评，自己去判断啦。我没差。但好，没关系。你可以去听听看啦。他笑声蛮疯狂的，然后玩游戏也还蛮激动的啦。可以去关注一下他的台。应该蛮多人喜欢看很激动的，这个就真的跟性别没什么关系，就是大家都喜欢看实况主或是主播当小丑吧，或是受苦受难。对，他就是这种类型的，所以就有兴趣可以去追一下，好，要贴聊天室吗？看你很想推你就贴如果你没贴，来，大家如果有兴趣，这边他现在正在直播。我直接贴网址上。他现在正在直播，然后大家过去就不看我了，没关系。对，这大家这边流量直接归零，惨。算了，没关系。反正你可以贴，我无所谓。他们敢给我跑去看人家台，把我丢掉，我也不能怎么样。对，你可以把他们变成福利脸。哈，你说因为我是宝箱怪吗？对，我没有那么坏，好不好？可爱哟，不是。大家知道我是宝箱怪，就觉得我是这种这算猥琐吗？都觉得我是这种危险的，是怎样？宝箱怪就是一种伪装啊，它的本质就是伪装成无害的东西，然后引诱人家前来以后捕食啊。是没错啦，是没错。完了，被我戳破了吗？那没有要捕食男性，没有。我们讲另外一个方面来讲，我曾经看过有一个漫画，他的那个宝箱怪是，大家以为他有害，但他事实上他是无害的，他就默默的躺在地下层的某一个角落，当有冒险者经过的时候，他就会把自己体内的这个藏在自己体内的宝物呢分一个出来，要分享给大家，好可爱哦。对，但是那个但是因为冒险者都那个时候在他们那个世界的世界观里面，宝箱怪是一种很危险的生物，因为外壳坚硬无法打破，所以然后又因为自带魔法免疫体质，所以魔法师也难以去进攻，是一种极度危险的高危险性魔物，所以大家都不敢靠近。看到宝箱怪第一件事情跑。哇，他们那个世界的宝箱怪好强啊！对，所以。那他就一直忍受着孤独，然后直到有一天一个女生的冒险者经过，然后他没有进过都市，所以他没有听过有关于宝箱怪的传闻，然后就经过，然后就跟那个宝箱怪开始，然后就收了那个宝箱怪的宝物了以后，对他产生好奇，然后渐渐的就变成好朋友这样。这就是我跟火嫂相遇的故事。没有，不是，我只是觉得这个时候很适合接这个。好。对，好，没事。你是总兽，好安全。他乱讲的，我不是。他们都想要让我当总兽，很烦欸。不是，你不用闪吧，我又不会对你怎样。OK， 我是直男。虽然不是什么好骄傲的事，但是我是直男，好不好？哪方面就是我只对女生有兴趣。好，那应该还没有问题。对女生有兴趣的程度，大约是我会穿女装。真的不是，这又不会怎样。不是穿女装跟是不是 gay 完全没有关系，好不好？那个，你如果有兴趣的话，我是不介意，有这方面的这个兴趣啦。但是
加油。对，是该加油。我现在对自己的体态不是很满意，我是需要减一下。我是觉得这种东西，因为我本身是对这个比较陌生。好啦，又要开始讲这，因为有故事可以讲了。好，来。因为我之前年轻的时候就是爱玩嘛，学生的时候爱玩嘛，然后那个时候有去一些就是到处去认识朋友啊那些的，然后就有一次有一个算是原本是好朋友，然后因为他也是单纯就是买东西买到认识的程度，然后就有一天他就跟我讲说要不要一起去喝酒这样，然后我就跟他去嘛，然后结果我发现他到了酒吧那边的时候不太对，为什么里面都是男生呢？你去了那种酒吧，但是你自己不知道。我不要想那么多，因为我也不熟，我没有那边是我这一辈子第一次去酒吧，所以我也不熟，我不要想太多，我就喝嘛。然后喝到最后就被一直灌酒，然后他又请我吃一堆东西，然后被灌酒灌到快要不省人事，然后呢就是昏昏茫茫的，然后就被带去他住的地方。Oh shit！ 然后。因为然后那个时候又很热，你知道吗？他就又很亲切的帮我脱衣服，然后等到他把我的裤子脱掉的时候，你想干嘛？我就勉强把自己的理性拉回来，你想干嘛？你问他你想干嘛，然后他说对啊，直接不是没有，他没说什么，然后我就挣脱，我一脚我直接没有，我是用拳头吧，我用拳头直接打在他鼻梁上面，杰哥的相反，然后我揍了以后我就跑了。该揍。所以从那一次以后呢，我对这个就有点怕，产生阴霾，甚至已经变成有点过于过敏了，有一点过敏的状态。不用紧张，我跟你一样，我被男生性骚扰过。对，我有跟我的观众们讲，我可以再讲一次。那时候是我高中合唱团老师，我来弹钢琴的时候，他从后面抱我，还摸我屁股，他妈的，对。所以我其实也会有时候会对男同有点恐惧，就是我也没有恶意，但是我有一个阴霾。我想我们在这一点应该蛮像。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不是啊，就是所有群体里面都会有坏人啊，就对。只能说我个人采取反对态度，但是我尊重。不是，就是如果他是先问你可不可以，那好说。不是他直接把你灌醉，那个就是靠腰，那就是该扁他，扁得好。那个时候怎么讲？我还是学生啊，所以对这部分我也是，我那时候也是还是学生，很敏感，不懂得修理他。没错，真的，这已经是犯罪了。那就是犯罪啊！我们遇到的都是犯罪啊，你遇到的跟我遇到那都是犯罪啊。后来是没有了，因为后来开始有在健身啊，然后健身有稍微习武啊。我稍微去练了一些防身术啦，然后练了一些这些东西，然后练过头了。男生也是要好好保护自己。对，男生也是要好好保护自己。对啊，异性恋的坏人用数量看更多，也是，就是反正所有群体里面都有坏人，没错。而且男生群体遇到这种事，还可能被男性同胞嘲笑，就很干。没错，就是性别刻板印象啊。没有，其实好朋友就是这样。男生的好朋友就之间好朋友是会这样子，男生好朋友就是这样。你的那，例如说，我可能跟人家讲说，干，我遇到鬼，好恶心哦，有够恶心的，恶到我现在想到我全身鸡皮疙瘩都还没有。然后那个男女的男生朋友就会在旁边靠你的屁股就特别香啊。会。男生朋友就是这样，会。然后你就会摆一个脸，然后你就会摆一个脸，然后就会说干嘛凑着一个脸？好啦，喝啦。那个应该是他表现那个的方式啊。对，男生就是这样，但是男生的朋友大部分就都这样。不过可能我从小就比较阴柔，所以我不吃这一套。对，所以我就会觉得你有没有又不是你被摸屁股，是在靠腰什么？没有啊，所以后来这就是为什么，其实有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后来我就去开始练健身啊，开始练这些东西，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很认真的练，然后因为后来就肩膀练宽了，肌肉量也被练出来了，练到有6块肌了，然后去当兵，
哇，体能这个部分也让我在里面算是在体能监测这边是没有吃过亏啦。不错。他退伍了以后又开始练拳击，哇，好帅！然后玩生存游戏。就一开始在玩的时候，人家就说啊，你就是他们有些人就是没有练过嘛，那他们可能在穿那些军装就会觉得自己穿军装不好看，然后就说很羡慕我有这个身材，穿上去很像衣架，就是标准的衣架，因为军装就是大部分都是美式规格，所以那个上半身会特别的宽啊，对啊，然后就是穿在我身上，他们就说哦，刚刚你穿起来很好看，更不像他们穿起来就是像竹竿这样。好处就是这样啊，缺点就是在选我没办法，我这辈子没办法穿那种窄管牛仔裤。小腿的地方会卡住，我拉不上去。因为小腿太粗了。那个，但是应该没关系，你就是少了一个选项啦。对，就是少一个，但有一段时间曾经有流行过啊，就没办法穿，就觉得好像就永远都只能穿垮裤这种的这样子而已。所以那个时候也是流行穿垮裤的时候吗？没有，后来就是垮裤一段时候就变成窄管嘛。我忘记了。那个时候大家都穿窄管，就在露自己的腿型啊，我就没办法，我就只能穿一般的直筒裤或者是穿那种垮裤这样子而已啊。而且又因为自己小腿很粗不好看，所以会出门的时候会很避免穿短裤。天气热的时候就很吃亏。对啊，这样很热。后来对，但到后来其实就放宽了，就觉得还是你穿长裙应该也会比较凉，也不用露出小腿。你知道裙子刚被发明出来的时候，好像是给男生穿的。我知道那是苏格兰的我们可以返璞归真。但是我对穿裙子，没事，我又在乱讲。这个又扯到另外一个故事了。我又在乱讲话。我小时候，因为我有一个姐姐，我一个我们组我组里面有一个姐姐，那这个郎姐呢，她毕竟比我早出来7年吧，所以在她国小的时候，我才刚出生没多久，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喜欢玩洋娃娃的年纪然后就把我当做洋娃娃。帮我穿洋装，帮我画指甲油，帮我涂绯红，然后画的胭脂招展的，然后叫我去给妈妈看，然后我就那个时候就不懂事，然后还过去跟我妈讲说妈好不好看，然后我妈在煮饭，转过头来喷。怎么办？我觉得超好笑的。我这边蛮多这种奇奇怪怪的故事，包括我这辈子呢，我甚至敢徒手抓蛇我甚至小时候常常在抓那个癞蛤蟆啦，然后我也有空手抓那个青竹丝也有抓过啦哇，好酷哦！但是我唯一一个弱点就是小强。那个我也不行，现在已经有比较好一点，抓不到啊！不是抓不到，是他只要一出现我会怕。我也很怕。但小只的现在已经被磨到小只的不怕了，大只的话还是不行。小只的至少我有信心打得赢，大的我就不一定了。大的尤其是那种会飞的，哎呀，会飞的不行。哇，我知道，那个残酷2选1，100只普通的大只蟑螂，还是1只跟吉娃娃一样大的蟑螂？我选择死亡。好，太棒了！我还真选不出来，虽然我都问人家，但是我自己选不出来。你不觉得有一只跟吉娃娃一样大的很绝望吗？我会直接拿着我的枪对准我自己的太阳穴1来1发。不是，那你就选那个啊，你就选吉娃娃大小，你拿着枪对着他打，不就？好吧，没打中就完蛋了。他会飞耶 ，bro。他会飞吗？好吧，你说有道理。你想想看，那个飞起来，吉娃娃的大小，那飞起来是变成什么样一种状况？死定了！但是
那已经超越无人机的那种恐惧了呢。确实，那个撞到像是被摩托车直接从正面直接把你撞上一样那种感觉，时速160，感觉它咬你一口可以把手指咬掉蟑螂不会咬，蟑螂是用慢慢啃食的。哦，你有看过蟑螂吃面吗？啊，我看过蟑螂吃凉面我不想看，也不用给我看，谢谢。没有，我也不知道。恶心死了！我没有影片，我是现场看到的。反正就是那时候我家附近的便利商店，就是有人把那个凉面直接倒在水沟盖上面，然后我就看到有一只蟑螂在那边吃。其实有那么一点点，就那么一点点，有那么一点点可爱，就那么一点点。我们还是换个话题好了。这宝箱怪什么都吃嘛，所以没有，我不吃虫的。大家都有听到了哈。宝箱怪没有什么都吃的发言，没有。大家如果希望的话，我是知道有那个亚马逊上面有在卖那个狼蛛可以吃啦。蟑螂的话呢，大家可以选择帮他买一下，邮寄过去当生日礼物，他应该会很开心。应该不会。啊，对了，对岸有在卖炸蟑螂，你可以考虑一下。不要！不是，他吃东西可爱，不代表我想吃它。你看到一个生物吃东西很可爱，你会想吃它吗？那你觉得蚂蚁可爱吗？不可爱，所以可以吃咯。你知道我其实逃不了吗？我的观众一直在叫我吃蚂蚁。我知道，我看到了，所以我才问你啊。早晚会吃的啦。有没有觉得自己挖坑给自己跳了？我是觉得还好啦，我习惯了，没关系啊，都这样啊，都这样啊。平常我的观众就是这样子，今天来宾也对我这样子，算了啦。当 VTuber 吗？受伤的只有火蛇受伤的世界完成了。对啊，是怎样啊？其实我是觉得，炸蟋蟀好吃，这我倒是有吃过，不过吃起来就很像是那种，那种西虾。那听起来不错，那种炸的那种虾子那种感觉，确实脆脆的，然后有一点那种味道，然后有草啊，有土的味道。哦，毕竟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土的味道，感觉会有点像。说曹操才刚提到他没多久，他就出现了。好，有机会，我不知道哪里有卖我有听说有人跟我说过，在台湾是买得到炸蟋蟀，但我不知道哪里有。我知道在资本有，资本哦。然后那个高雄那个叫什么乡我忘记了，也是温泉圣地，那边也有。旗山好像还有，然后台东那边的红叶跟花莲那边有一个地方我忘记叫什么，那边也有，路边有看过。宜兰清水公园旁边的那一个区块，那个叫什么区？那边也有。然后屏东万峦，靠外的地方，接近万金那个地方，有一个摊位，也有在卖。那其实蛮多的，而且还是不同县市有。好，我有机会可以找一个我会经过的。因为我跑过的地方算蛮多的啦，就是因为我曾经在。因为 FF 的关系跑台北嘛，然后之前交的女朋友大部分也都台北人比较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在桃园那边，我的叔叔住桃园，然后再来是我之前曾经在台中有上班，然后在嘉义有上班，然后我老家在台南，然后我现在住高雄，然后我在屏东当兵，然后我有一个姑姑在台东，所以基本上这些地方都跑过了，超酷的。对，刚刚我们直播开始前，你还在讲说那个你的台语是台南腔。对，我是南部腔啊。然后之前又因为工作的关系有去出差到菲律宾一段时间。哇，好酷哦！然后在这个曾经在那算是巴西吧，曾经在巴西那边有。做过一段时间的外务，然后再到这个那里算哪里？泰国的边界，它不算泰国，我忘记了。反正就是在那边曾经在那边有就是支援过一段时间啦。
哎，哇，那你见识很广阔哎。至于在外岛的话，就金门，然后金门住过1个月，然后去绿岛旅游。澎湖我倒是这辈子还没去过啊，真的假的？澎湖我这辈子还没有去过。旅行系 V 没有啦，是没有旅行，就是工作所需嘛。为什么会跑到台中去？因为在高雄失恋。哦，是这样子哦，失恋所以就跑去一个新的地方。对啊，因为不想要留在原地，一直看着这我曾经跟他来过这里看到那里我曾经也跟他来过这边，好难过啊！看到哪里都伤心到哪里，所以就想说算了，行李搬一搬走了，就直接跑到台中去了。懂了，就是早上起来想喝杯水，他曾经也喜欢喝水，好惨哦，太夸张了，太夸张了，这个生活不用过。没有啊，后来其实就是对一些这种转移注意力就比较有那个心得啊，所以说就变成伤得快，恢复的也快，类似这样子啊。这也蛮重要的啦，让自己变回好的状态是一个蛮好用的技能。因为讲老实说啊，女人心海底针啊，你要什么时候她什么时候在想什么，你要能够了若指掌，老实说不可能。所以哪一天她今天还在跟你牵手亲热，明天突然跟你提分手，这我觉得也不意外啊。有一些人就是在想什么跟在做什么是不同的事情，确实有遇过。对啊，不过其实这个都是年轻一辈的女生，尤其是像学生那一种，或者是刚出社会的，才会比较有这种现象。我觉得后来就是大家有一点年纪，有一点这个经验了以后，就比较会想各种事情，至少应该会比较成熟一点。我是这么想啊，因为我谈年纪谈的比较频繁的那一段时间，基本上对象也大部分都是在那个年龄层啊，合理。所以我觉得，就算是这样子被抛弃，那我要检讨自己嘛。你可以检讨对方啊。没什么好检讨的啊，检讨对方没有意义啊。对方已经离开了，检讨对方也没有意义啊。你说的有道理。而且我朋友都那个时候都直接跟我讲说：“你那么宠你女友干嘛？”我说：“啊，你跟对方交往不就是要宠啊？”他说：“你是公主养成机哦。”他们说每次跟我交往的女生都被我养到最后变公主，因为我都太宠了。那我就很无法理解啊，不然我跟对方在一起我不宠啊？他说你要保持一段距离，我说哇操，我还欲擒故纵。这个我是不太懂啦，我是不太懂保持距离是要干嘛啦，这我是不太知道。对啊，我就觉得要这样子，我干脆就不要谈，也是因为这样维持单身到一段，也是维持单身一段时间。目前找到一个答案了是吗？就是应该怎么样去跟对方相处这样子。也没有我觉得我现在也是很晕啊。我觉得难免，就是毕竟恋爱这种东西，就是会让你的情绪变化，就是会让你没办法太理性的判断，不如说太理性也没意思。对啊，其实但是有点就是怎么讲，可以比较容易判断，就是看表情就大概能够有年纪了，有历练了。对，就是比较会能够就是比较能够迅速，然后比较准确能够判断说就是例如说可能聊一聊，然后可能像是因为我们都也不是说我跟对方是远距离啦，也不是近距离的，是远距离的所以我们大部分也只能沟通，也就是靠 DC 视讯类似这样子，然后一边聊一边就是看对方的表情这样。那有时候就是现在就是变成说比较有经验，就可能问他个问题，然后看他没有回答，抬头看一下他的脸，大概知道你是不是没在听？你脑袋在刷荧幕保护程式嘛？然后他就在那边就是笑出来，就说你怎么知道？的确，就类似会有这种，就类似会有这种的对这种的判断能力会越来越强。哇但是这样的话，其实也是会让你比较好让对方感受到说你有在实际关注对方的一种方式。而且你很会讲话，你用幽默化解这个幽默化解。我觉得那个脑袋在刷荧幕保护程式听起来蛮幽默的，没有想过可以这样讲。没有就是脑子放空在发呆啊，那就是脑袋里面有一个荧幕保护程式那个 Windows 的，然后在那边斜着在那边跑，然后撞脚，有没有？哇，就像是这样啊，想要它精准的撞到那个90度的边边。对，然后你那个 Windows 你撞到边边了没？不错
对，然后就是后来就是其实就是怎么讲，再来就是学梗嘛，那主要是看对方 get 到有没有 get 到你的梗啊。那有一些梗就很好对到，例如说，人都说你是有病是不是？不是有时候会有年轻的会这样讲你嘛？你在跟对方聊天，然后聊得很疯的时候，人家就会用这句话来吐槽你嘛，对不对？那对方如果跟我讲说，你是有病是不是？我都说对啊，现在是有病啊，我刚确诊还没痊愈啊。你也是蛮会，对不对？不然就是好，不然我就换另外一个答案嘛。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 get 到等。我还以为是那种很油的，什么我有病，我有相思病，我想你了这种的没有。这种的你知道，他不能太常讲，太常讲会变麻痹。对，偶尔来一下蛮好笑的。对没有这个时候有时候这是要看时间。你如果说差不多快到该睡的时间的时候，你用这个东西会比较好，因为彼此都累了。没有心思在那边继续做效果，或者是为了自己的面子在那边争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去讲这个东西，对方会直接就是腼腆接受。对你如果在对方很有精神的时候，你就讲这个，哎呦你好肉麻恶心，然后心里面在那边很开心，那也不错啊，那也不错。那就看你喜欢哪一种表达方式啊。的确，对啊。我跟我女友也是，我也都乱讲话。但有时候他 get 不到梗，或是觉得不好笑，就会觉得不好笑，他就会说不想理你。所以说，我就觉得说，女生其实笑点低也是一种魅力，你知道吗？很容易逗笑，那样子的话，其实彼此在相处起来会更多的新意啦。因为你讲很多梗，他其实都有 get 到梗的话，那其实就要相处起来就会比较轻松，比较简单啦。的确啦，就是选择你的交往对象的时候，有时候是要选你们可以有共同语言的，然后听得懂对方在讲什么，也是很重要的。这是真的。或者是人家对方这件事，有时候对方会很长那种，就是因为他喜欢看我的脸。那有时候我自己说，我可能在玩游戏，因为我像现在我在坐牢啊。风之谷吗？对，然后那他可能有时候他练累了，他也不想练了，然后他就会停下来，然后就是一直盯着我的脸看。我知道他在看我的脸，我就会故意，我就会可能我看着荧幕，然后就故意做一个挖鼻孔，然后我做一个挖鼻孔的动作，谢谢，然后他就喷出来，烦了。对，他也很常讲说你好烦啊，然后我说烦，但是你很爱啊，哇，好烦哦，然后他就会他就会这样，我就觉得很好玩啊。我离这个爱情的臭酸味远一点。是怎样？我来丢闪光的，不好意思啦。跟喜欢的女生相处，确实会紧张到怕自己讲话不有趣，然后失常。你有这种经验吗？不太有我好像也还好就是我刚跟火嫂交往的时候，还会紧张的时候，我就不敢讲那种白痴笑话，我都会讲一些很认真的话题。应该说，要看年纪啊。年轻的时候是的确有，好腼腆哦。学生时代的时候，但是我发现这样其实带来的是反效果，你知道吗？你说你太在意，然后太紧张吗？你太在意、太紧张，然后都一直维持着正经的态度的时候，对方会把你当朋友，然后你到最后告白的时候，你只会收到好人卡。原来如此。对，你要这样的话，你不如让他随时保持着就是快乐、愉快的心情，然后跟你在一起会觉得很自在，会愿意把自己的一切告诉你，然后你再借此，然后这个时间也不能拉长，你拉长的话，人家也会把你只当朋友，他们通常。我收过的好人卡累计到目前为止有146张，你还数哦？我这个时候真的不爽了，所以我开始数，我超越樱木花道，不好意思。然后那个时候就是累积到这么多了以后，我就发现说，其实有一个点，你在告白的那个距离和你在建立起这个关系的时间点不能过长，你过长，对方只会永远把你当一辈子的好朋友，但是你不会再有进一步的发展，你顶多就是停在那边。
那你如果说掌握的时机掌握的刚刚好，你觉得差不多可以告白了，你甚至能够做到说告白的当天就把对方直接吃掉了。有没有考虑出个书，还是讲座，还是什么的？没有啊，我觉得这个都是看个人的经验啊，因为像年轻一辈的不一定用得上啊。哦，不然我也不会单身这么久了，你说是吧？哦，不过我觉得也是，我想一下，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的恋爱观也是蛮多种的，所以就可能也是看你会接触到什么样的人，就是有时候那个策略就不一定在每一种人身上都能用。我自己是我的经验是这样子，可能我都遇到一些比较奇怪的人，所以应该说反而是年轻的时候，因为年轻的时候的爱情是靠的是一种冲动，应该说爱情那个年轻的时候的爱情靠的其实是一种冲动，那与其紧张，不断的因为紧张害怕，然后导致这个机会流失，看着他身边跟着其他人，你不如就冲冲看吧，大不了也是失败，那也跟慢慢等的结果也没有不一样啊。好像也有道理啦，大不了就是毕业之后都再也不来往，其实好像也不会怎样。对啊，反正学生时代再怎么说6年3年不对，小学是2年换一次班嘛，对，换一次同学嘛，所以就是2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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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年3年4年，也就是这样子而已啊。是没错，不是你从小1、小2开始算哦，有点早吧？我初恋是在小2。哦，对。然后其实我觉得像这种东西的话，其实你就赌赌看嘛，运气好真的给你遇上了，就像现在人家路边那种你看到的情侣20岁22岁毕业直接结婚的那一种，就是国中就开始交往了，一直到毕业就直接结婚的那一种，也是有运气好你就遇到这一种的，对，也是有。对啊，你如果运气不好，就是你如果运气不好，顶多也就是等到累积经验了再来谈。那你之前谈的会不会变成你的经验累积？也会啊。的确啦，我觉得这个不赔的生意有什么不做？你这样说是也没错，反正就是机会要靠自己争取，不偷不抢不犯法。没错，不要变成骚扰的话，就没什么不可以。没错，但是前提就是你的心理的那个心理要够心要够坚强。确实，也不一定是恋爱。然后你就会发现，出社会了以后，你就累积起了做业务的经验，因为你已经被拒绝习惯了。然后你出门就不怕去按门铃被人家吃闭门羹，赞啊！虽然我没做过业务啦，但是我 VTuber 做久了也是就比较不怕腰联动了，大不了就是不回你，或是很有礼貌的说不行，也还好。我老实说啦，其实我会建议现在只要是学生毕业以后，如果想不到如果自己还没有方向的话，我会一路建议就趁现在家里面还能支撑你，去跑保险吧。你说可以学会怎么推你的就是口才，然后学会怎么样做自我推销。我甚至做到最后，我敢说我已经快要变面试达人了，你知道吗？这其实也是蛮厉害。我换工作，甚至只要到说，你只要有，例如说，今天有一间公司邀请我面试啊，我是投人力网站嘛今天看收到1、2、3、4、5、6，有6间公司邀请我去面试，接下来就是我要去哪一间上班的。的确，就你也是可以去选，你也可以去选公司。因为正常人的话，大部分都是面试了以后，然后公司会依照你的需求去跟你讲说，像是有些公司大部分都跟你讲我们会在我们在面试就到这边结束了哈。那我们如果觉得你适合的话，会请在家里面等候通知。大部分是这样。对，但是我不是。我都是去面试他第一个问的我的问题就是，请问你什么时候可以来上班啊？好强！对，我已经快要变面试达人了，所以我就说，接下来就是我在挑公司了。不知道我不必担心录取不录取的问题。不知道我的观众有没有比较年轻的朋友啦？不过就我确实也觉得，好像趁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多累积一点。就是我觉得，虽然有一些人觉得自己是 I 人，可是你要怎么样
就算你是 I 人，你还是需要有办法跟别人沟通，然后去就是跟别人对话这件事情。我觉得在你不管你要做任何工作，还是你有任何想要实践的事情，这都是蛮重要的一个能力。对，人说自我行销很重要，对对，而且现在的人，应该说现在的公司都是这样哦。你在里面，有分成几种人啊？第一种就是很强的那种全面型的，会做事又很会说话，这种当然是第一首选嘛。再来呢，正常的公司会跟你讲说，他们要会是那种不要只会说不会做的。错。你说实际上应该说我们要再把它细分出来。哦，不会说，但是然后会说话，然后只会做一点点，跟真的完全都不会做，这是有差别的。的确，你如果很会讲话，然后你工作你可能只会一点点，我跟你讲，这种人超强，他会在第二个老板想要请的员工上，因为他会报沟，他会拍马屁，然后他人际关系又很好。他可以站在协调的角度帮公司处理事情啊，这也是很重要，没错。对，那再来就是只会做不会说的，你会以为你的身份很高吧 ？No， 你的身份只比那个只会说不会做的还要再高一点点而已。我们这边有一句话叫做"能者过劳"。哦，对。你越会做，这好细，没薪水。所以只要只会做不会说的会很惨。的确啊，至于不会说不会做的就不用讲了嘛，的不一步嘛。那个就是不用，那一定是最下层，不用考虑，不用想太多。没错，对，也是。刚有卡，然后我把画质调低以后就还好。对，好像最近 YouTube 都还是，你把它改成那个低延迟，不要调成最低延迟，就会心情就会比较好一点。好吧，现在来不及了。我想说，让大家可以看第一手的萧月，所以，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的也都可以啊，我百无禁忌的啊。好突然哦，我突然也不知道要问什么我今天其实原本有，就是每次邀这个那五颗零啊，都会怕尴尬，所以我每次都会准备一个防尴尬转盘，尴尬的时候可以转。虽然我们好像没什么好尴尬的，但是还是转一下吧。好唐突，没问题啊，我家的代志是就这，所以我这边其实是很多故事在讲，但是因为我会少开杂谈，有一部分是还蛮，因为我的喉咙我好像发声方式不太正确，所以我杂谈久了以后喉咙会不太舒服。我就是这样。我也是这样，所以我杂谈大部分都是最多也只能开到2个小时。我也是，我超过2小时我就无力了。如果一整周没时间练到，推荐练哪个部分肌群？问就是核心啊，好会问问题，问就是核心啊，去做最基础的棒式撑体啊。做1分钟休息10秒钟，再做1分钟，持续5个回合。如果一开始不行做那么久的话，那就不行。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就先从两个回合开始做起啊！你可以去 YT 那边直接搜寻核心破坏者，然后看你哪一天能够。对，你可以把它的，然后它里面会有一个跟就一起做这个锻炼核心肌肉那个影片，它里面每一个动作都会直接做给你看。你如果能够做到所有动作都能够完成的时候，估计你已经有6块肌了。我写一下，你说棒是1分钟休10秒，是不是？1分钟休10秒，休10秒，我要写下来，我要试试看，然后做。然后它很简单，它就只要一地板就好了。啊，确实，如果有瑜伽垫的话，再铺一下，应该就能做的也还好啦。它重点是它在做的时候姿势要比较准确。你在做的时候，你的背、你的那个脊椎要维持整条都是直线，包括你到你的头部这边。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你的臀部要夹紧，就是，像是你就假设说自己好像快要忍不住快要冲出来那种时候，你要把臀部的肌肉夹紧。你说的是夹括约肌还是夹大腿的那个肌肉？屁股的肌肉，臀部肌肉，臀部的肌肉，不是括约肌，是臀部的肌肉，不是臀部的肌肉，对，要夹紧。
然后再来就是第二种，你如果觉得这个东西，你家如果能够允许，有些人他家里住大楼的，他就比较不能做这个动作，就是高抬腿，原地跑步。这是有氧的其中一种比较和缓的。那如果说要激烈一点的，就波比操，很累耶。但是要瘦真的就只能这样啊。然后还有饮食部分也要调整啊。饮食。如果想要搬重物，也可以练棒式嘛。要怎么搬？哪一种搬法？可是搬重物是不是建议也是要用核心？搬重物其实比一部分也是核心啦。再来就是腰部的肌肉很重要。你的腰要很强。例如像是我从小时候，我小学的时候打棒球。国中的时候练跆拳道，高中的时候练空手道，然后后来又去练拳击。你也学太多武术，床上运动没少做嘛。那基本上我这辈子我没有尝受过什么叫做闪到腰的感觉。好酷。我这辈子我搬东西我都是用顿的，甚至120公斤的东西我也是这样直接顿了让它起来。我这辈子没有尝受过什么叫做闪到腰的感觉。120公斤。我目前最高纪录是180啦。哇，惹不起。没事啊，这个就是一个兴趣而已，没什么问题。惹到就可以把人家一推出去，直接丢出去。没什么啦，就是用蹲的，对啊，就是如果你要搬重物的话，还有一个点就是你要靠你的腿部的肌肉，不要全部都用腰部的肌肉，这样子会比较好一点。原来如此。然后再来就是你的身体的肌肉要维持在就是处理，把东西盯住嘛。你就把自己的身体想成是一个支架，然后你的腿是真正负责举起来的重量。这样子的话，你在搬东西就会比较舒服一点。对。那至于健身的部分，这是肌肉的部分啊。但如果你真的要瘦的话，改变饮食习惯才是根本。的确。不是少吃，不是不吃，是要挑东西吃。就是要吃原型食物啊，比如说章鱼烧或是地瓜球。那个就不是原型食物了，那只是原型的而已。没事，我又在乱讲话，好烂的笑话。我刚刚讲那个就是我会对火烧讲的笑话，然后他就会说我没有想理你。我想起来，他会说你看我有想理你吗？好凶哦，好可怜。你可以跟他试试看啊。原型食物的话就是马铃薯嘛，然后地瓜嘛，对不对？然后这个是不是讲认真的？好，没事。所以你就可以跟他讲说，既然都这样，那我们就去吃麦当劳吧。也是原型食物，有啊，我都会跟他说我很想吃蔬菜沙拉。对，然后就越来越肥。麦当劳越吃越肥。蔬菜沙拉是真的可以啊，但是不要用沙拉酱。不是，我说的蔬菜沙，讲错了，水果沙拉就是那个马铃薯是蔬菜，番茄酱是水果。那显然它是一种水果沙拉。马铃薯是淀粉。不是，这个笑话就是你不要认真。我知道它是淀粉，我还知道南瓜也是淀粉。谢谢。如果真的要减肥的话，这些东西都还是要有一点观念啦，就是对，这很重要。像是如果便当，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外食嘛，有些人没办法，迫不得已外食嘛。那其实你们可以试试看哦，菜加量，饭减量，你一样会饱。或者是不要吃到饱，不饿就行啊。运动不能少，而且我发现有一些长辈不知道有些便当菜是淀粉。然后他就会叫你多吃菜的同时拿一堆淀粉给你吃，我真的是受够。就是南瓜啦、芋头啦、玉米啦，这个叫淀粉，那个不是蔬菜，不要把它当成蔬菜拿给我吃，谢谢。对，没错。而且像我之前其实在最偏激的时候，因为我之前曾经肥到就是我长出双下巴。我有3个，好，你继续。然后游泳圈嘛。然后整个肚子凸出来，
然后我那个时候我连续有半年的时间，3餐都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哇，好疯狂！3餐这个策略是你会吃到腻，你就不会吃那么多是吗？不是，哦，不是，就全部都是干净的食物啊，鸡胸肉2块，蛋3颗，然后其他都是高丽菜叶，每天每餐蛋白质跟纤维而已。对，就每天每餐，然后晚上的时候会加半块的地瓜。然后坚持下班很累，一定再怎么累都要做半个小时的有氧运动。哇，好强！这是很强大的意志力才有办法做到。因为我那个时候被气到啊，过年的时候我回去，然后我的亲戚见到我第一句话，你怎么胖成这样？我气到了，被激不得了。哇，好强！我就气到了，我就回去开始操，然后半年就变成那样，然后就原本胖的那样子，然后又把6块肌又练回来。啊，那他在看到你有说什么吗？啊？那下次他在看到你的时候有说什么吗？他没说什么，我先开口啊！你怎么胖成这样？哇，好爽哦，好爽哦，好爽哦！哇！然后他就说你怎么讲话那么没有礼貌？我说没有啊，礼尚往来啊。对啊，他先的哎，你不要以为，然后他就呆住，我就说你不要以为一年前的一年前随口说的话，我就会忘记这个仇恨。我这个人很会记恨的，好爽哦，超爽，复仇爽文，超赞的。而且复仇就算了，我还顺道连他的儿子和他的那个，连他的儿子和他的老公全部都问一次，怎么那么胖？对，我说你儿子怎么变那么胖啊？你老公怎么也变那么胖啊？都你养的吼？靠北，太强了，惹不起。我发现你最强的是意志力，就是你可以减肥跟可以保持健身，那个都是因为你有很强的意志力。那其实就是怎么说？也就是不想要再继续这样糜烂下去啦。因为我会发现，其实胖的时候跟瘦的时候，健康真的有差啊，是没错，整个体能上你整个感觉是有差的。你有在运动的时候，说真的，你也会难免会头痛，会喉咙痛，但是你会发现，没有在运动的时候，你可能要撑1个礼拜，要连续回去复诊2、3次，你才会好。你有在运动的时候，你甚至连看医生都不必2天就好了。好像，而且情绪上也是有差哦。有在运动的时候，情绪会比较稳定。没错，情绪会比较稳定，因为你有地方可以发泄啊。好像说内分泌也是会有影响的，就是对。你像我之前曾经在某个百大，哪一间公司我就不说了。曾经在某个百大科技业上班哦，那边我每天都在发脾气，因为我是在那边是负责设备维修的工程师，但是因为设备故障率太高了，然后公司又不换新零件，就叫我们一直将就有用，然后电话就一直打到现在，就算到现在我还是有这个职业病还在，就是我听到电话铃声响起来，我就会不爽。我也是，我之前有做过那个咖啡厅，我现在听到 Foodpanda 在叫，我就会很紧张。只是去别人家买东西的时候，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手机就一直是震动到现在。但是重点是我没有漏接过，好强。然后也是在那个时候，就是我会还能够再继续在那间公司撑很久，是因为我有在练拳击，然后我在打沙包。那个时候我们家就是有我自己去上网买那个沙包回来打，我打爆2个。哇！你是把那打到裂开，情绪都消化在这里。真的是打在上面。一开始打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打很大力，打到拳头、全心都受伤。哇！然后后来打到那个茧都长出来，就不会受伤了。跟弹吉他一样的。对，就打到最后，然后接下来就是沙包完了，沙包被我打爆2个。好可怜的沙包。美国队长没有，那美国队长是打飞，我没有到那种程度，好吧？我只是把它打到裂掉，因为每天打。哇，好酷啊！我就回到家，然后就开始，然后因为我那个时候是轮班，然后那个时候是大夜班，我回到家就早上嘛，大概8、9点嘛，所以不会吵到邻居啊，就开揍。那你有在沙包上贴老板的照片吗？没有，那个时候惹我生气的不是老板啊，
是那个那个时候老板就是天高皇帝远啊，根本可能没见过这样子。对，所以就一直气，就很气，就一直打，然后打到最后就看就奇怪，回到家就奇怪地上怎么脏，怎么有东西，怎么脏脏的，怎么有灰尘。结果后来就在那边找，就继续打，然后看到打一下就那种东西掉下来那种声音，然后我就想说那什么东西啊，然后就在那边找，靠要裂开。你没有想过它会裂开？对，我没有想过它会裂开，然后想说是不是买到品质不好的，然后把那个地方粘起来，结果那边粘那边破另外一边，然后想说算了就换一个吧，然后换一个回来打也换一个，然后还是从另外一家买，结果打又裂开。所以你换了第3家吗？后来就没有买了啊，打爆2个以后就没有买了，就直接去那个教练那边打。把上司绑来打？没有，就去。我有在练拳击室去有教练的啊，然后就去教练那边打。哦，就是打教练的茶包。对啊，然后教练就跟我讲说，为什么我会打爆？很简单，因为我没有在戴拳套。哦，你没有在戴拳套？对。哦，那你手也是蛮猛的。他就说你这样子沙包当然会坏掉，你要戴拳套，那是保护自己的手，也是在保护沙包啊。原来拳套是在保护沙包啊。对。然后他后来有跟我讲说，你这样在挥拳哦，你不要上，你跟你讲，你出去如果真的跟人家起冲突，你不要动手，会出事哦。你遇到那个身体太弱的那种，你动手下就会出事哦。哇，确实听起来是蛮危险的，好强哦，好强壮啊。没有啊，就是挥拳的那个，因为力道都有了，而且长期有在挥啊，就是外表你可能看不太出来。然后他是说我背肌已经很结实了，然后我自己看不到嘛。对啊，我照镜子也看不到啊，头不可能转180度啊，我又不是猫头鹰，太猛了。对啊，所以他就说我现在背其实是，倒三角是蛮漂亮的倒三角，但是就是，但是有个缺点就是正常人立正不是手就是那个上臂可以要跟身体贴起嘛，我贴不起。哦，被肌肉卡住了，我贴不起。哇，听起来真的是非常一听就很健美的，对，有画面。没有，他现在开始发福了，所以现在也看不太出来肌肉线条就是了。那你就又可以练了。对，要等病好了，又要再继续运动了。超级 Chad 是什么意思？哦，那是一个欧美迷因，就是我找图给你看，就是可以说很阳刚嘛，就是很充满力与美的男性形象。没有，其实。我这样说好了啦，在我瘦的时候，我的外观跟我现在的造型就是一致性蛮高的。哦，就是有人说，甚至有 V 朋友看过我了以后说，一直在跟外面宣称说我是人机一体，好酷哦。对，因为我也戴眼镜啊，他们说我只要戴个假发，然后就去然后就挑几件衣服，我就可以完美 cos 我自己。不错。啊，有另外一张更好了，我贴给你。这个应该迷因有在看迷因的话，比较常看到这张图。这个。没有啦，我没有胡子啊，不是，我没有胡子啊。但是就是那种强壮的绅士的那种感觉。其实我会比较偏向于说像那个叫什么名字，我突然想不起来，也是光头。也是演员，法国人，最近还蛮常出现的，都在武打片。光头，忘记他叫什么名字？谁啊？巨石强森哦，可是他是美国人。法国人不是巨石强森，不是。巨石强森是粗壮，我不是那一种类型啊。是法国人吗？我忘记了，看一下是谁。我想一下，他也有演《玩命关头》哦。然后演反派，忘记叫什么名字。我看看啊，看不出来。有人知道我在说的是谁吗？我好像在剧照上有看到。冯迪索不是冯迪索，杰森·史塔森。哦，杰森·史塔森。我跟他的我目标是要练成那一种身材类型，也算壮吧。他的背就是纤细，然后精实的那一种身材，精实的，不是很大一大块，不是很大，不是大鸡鸡，不是像巨石那样子，不是，巨石真的很巨石
因为杰森·斯坦森之前他的是，他之前是潜水，好像是潜水的吧，就是游泳的啦。然后他的背肌是，我给你看好了，他的肌肉是类似这样。哇，你有在研究不同类型的肌肉？他的肌肉类型是这样我觉得这看起来蛮壮的，就背后的话，就是背肌的背后很发达，前面看起来但是我还没有练到这样。前面还好，就是这样穿件衣服穿起来会有挺立起来的那种感觉。帅，这个穿西装一定超帅。对啊，他们说就是穿军装了以后，就说我那个身材其实很像衣架子的那种感觉，类似这样。真的，如果是这种身材穿军装的人，是帅到不行。所以后来就是想要练到这种身材，但是后来又因为我甲状腺有出现状况，所以又发胖了这样。那个，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就是那个应该是要长期控制。运动就是要养成一个习惯，你的身材才会慢慢的变化。它不可能短短的只是坚持个半年就没那么好。对，所以你大概要有，实际上你会感觉到自己身材的差异，大概都要至少再怎么样都要过个1-2年，而且1-2年还是 YouTuber 频道一样呢。跟经营对，差不多。然后，而且你经营1-2年，那个是很偏激的方式下去练，就是完全是超死的。那种状况下，其实依照现代人的生活习性是做不到的。所以真的要瘦，基本上先给自己立下一个4-5年的目标，我觉得会比较实际一点，也比较轻松一点啦。原来如此，至少你还可以说偶尔破个戒啊，去吃个什么火锅啊、烧肉啊、麦当劳啊这种的，我都觉得还算可以。但是你的时间当然就会拉得比较长一点。当然呢，但你如果说我只是为了要自己健康就好了，我不需要说练到这么帅啊什么之类的，那其实也不必太在乎啦。因为台湾女生现在反而比起这种6块肌，她们反而会更喜欢88度啦。的确，现在大家的审美观也跟以前也不一定一样，就是有些人也不喜欢太壮的，也是的确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因为理由很简单，躺起来不舒服啊，太硬了，他们会觉得躺起来就像是在躺铁块一样。那这样的话，他们宁可选择羽毛枕。确实，抱起来也比较柔软一点，还有包容感，有安全感。是没错。对，所以这个其实也不必特别要求，就是纯粹是看个人有没有兴趣而已啊。的确，当然也有人喜欢健美的，但是就是也不用健美的，就是我觉得不用过度焦虑。其实我觉得现在女生都有一个这样子的问题哦，她们喜欢看跟会想去结婚的对象是2个人啊。我觉得男女都会有这种状况就是爱看跟会想跟他在一起，有时候不一定是同样的。对，所以其实你们要看你们是以什么样的目标。如果单纯只是要看不必碰，那你去练成这样当然是没问题啊。你如果说我不是想要看，我只是想要碰，我想要跟他永远在一起，那你就要考虑一下自己是不是真的要走这条路线。对，但是前提还是终归一句啦。虽然我以前也不信这一套，但还是要有钱啊。这很现实的，这没办法。但是你有钱不是说你要买到什么豪宅、兰博基尼，不是，你至少能够养得活自己，养得活自己，然后养得活对方，就这样就好了。至少要养得活自己啦。这个连自己都养不活的话，那真的别想，你还是想办法去充实自己会比较好一点。对，如果你连自己都养不活，你要想一下对方为什么要选择你。对。你不然就是你可以去看看有没有机会找一个阿姨说我不想努力了，也没有不行啊，就是你确定你想要什么的话就 OK。真的没错啊，就至少目前的性别框架就还是比较有可能是，要么就是比较多应该是男生女生都有在赚钱，但是如果有其中一边不赚钱的话，比较长还是女生不去赚钱。对。是啊，对，就是一常说的啦，就是不太可能，就是如果你男生也不做家事，也不赚钱，那找你干嘛？老实说啦，
就算是现在我的观念也是一样，我会觉得说女生要不要做家事，这是她的选择。如果她有在上班的话，要不要做家事，那是她的选择。但是我比较大男人一点，我会觉得说，她今天嫁给我，她今天跟我在一起，她今天选择跟我在一起，她今天嫁给我，那我至少就有这个责任让对方感到幸福。所以我会选择说，家事什么的，我们下班你回来了，你累你就休息。我体力比较好一点，我有担当一点，我来做。或者是你还不累，那我们牺牲一下，我们做一点点，不要说都不做，我们就做一点点。然后等到真的放假的时候，我们再一起，把这些事情完成。这个就是互相。对，的确啦，要互相。对，你不能说都是单方面，单方面这样我就觉得有点失公平。不管是全部给女生做，或是全部给男生做，我觉得都一样。的确，对，最好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在一起哦。你出门也要在一起，然后在出门之前再给一个临别吻嘛，好，然后回来的时候呢，大家2个人都很休息，可能在床上躺一下，耍烂一下哦，然后稍微做一点家事，一起吃饭，吃完饭了以后再手牵手一起去洗个澡哦，回来看要干嘛呢？这个就不说了嘛，对不对？那这个就这样子的感情长久了，虽然一定会腻，那你如果能够维持心意，这样的感情就会很长久啊。你在偷炫耀吗？还是没有？我想多了。细节交代的有点多，是怎样？没有，这是我的感想。手牵手洗澡就不用说了吧？这个就是，多少都要开一下车嘛，不然如果我说一起洗澡很花时间，是怎样？一起洗澡感觉很花时间，那才会洗得彻底一点，干净一点。洗得彻底一点，没有错，彻底一点，好，对，不止对方，不止是自己洗，还有对方帮你洗，可以洗到你碰不到的地方，像是背后，背肌是，没错，对，对啊，背肌练很大，会不会就是不是有说什么柔软度好的话，就是可以2只手在后面，就是自己抓到，是不是背肌很大块会做不到？不，我抓得到，那个柔软度还好。但是不好抓，会 K 的，所以建议还是去买一条澡巾会比较好一点，比较有办法洗到背。对，好，然后不是在丢闪光了，我跟对方现在还没有住在一起啊。好，想多了，不用想多了，好不好？这纯粹就是一个结论，一个推断出来的结论。但是其实我身边蛮多人都是单纯的单方面，就会让人家对这个看久了，真的会让人家对爱情有一点绝望。像是我有朋友，他就是跟他女朋友同居10年，在一起10年哦。但是，我就觉得像这种女人，我绝对不要。去个 7 要讲，然后玩个游戏要被管，太晚睡不行。对方放假还只能陪在他身边，陪他看那个无聊的韩剧，然后只能玩手机、电脑不准碰，然后跟朋友出去要报备，然后要去找朋友，要去找朋友，还要看他心情。这种女朋友干脆不要。有时候要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啊，就如果对方也没办法提供你什么，但是还想要求很多的话。真的，我就觉得说，对方是能提供你什么情绪价值？不懂。对啊，互相。想当年第一任女朋友约我一起洗澡的时候，我还问她：“你自己洗不到自己的背啊？”太直女了。认真吗？不要自己破坏气氛啊！连我都知道什么话不能讲啊。什么认真？什么东西？不是，人家约你一起洗澡，你就别问这个啦。他可能以为就是人家只是想要他帮忙洗背吧。就是很木头，对，就是很木头，好好笑。我好无情，可是真的很好笑，怎么会这样？朽木还是良木？纯洁啦，同意，太纯洁了。我只能说这个良禽择木而栖。好，莫当朽木，不可雕琢。
蛮想知道对方说什么的欸，我超好奇。换我吃瓜，天哪！当初当年还是纯洁的猫猫，好吧，好吧，对不起，可以理解我从国中开始就污了，对不起。没事啦，就是每个人学会一些事情的那个时机都不太一样，所以也没有好坏。所以我要怪我老爹了，这就要怪我老爹了。哦，你都偷看你老爹珍藏的东西。谁叫我老爹就把 Playboy 伪装成那个什么历史传记的那个盒子，然后放在那里面，笑死！啊，我怎么知道光碟片就这样放进去，然后就变成这样了？好吧，你也不是故意的，你哪知道啊？然后看了一次以后就知道，哦，老爸原来都在哪里藏了些什么秘密，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他们跑去睡了就爬起来偷看。啊，谢谢老爸，谢谢老爸，自己看也是看，分儿子看也是看。哎，对，而且还是那你就知道你老爸喜欢些什么了啊，也没有统一耶，没有统一啊，没有统一，不是，就你大概会知道吗？没有统一，然后就生出了我这个，我是被我姐害的啦。什么意思？是他叫你看哦？不是，我姐小时候让我看了第一部，这辈子第一部动画。叫做《美少女战士》，等，正常的美少女战士。然后我看了看，没什么感觉，但是就是对魔法少女系列就开始有一点入门了嘛。你喜欢魔法少女？好，没有，就是觉得说比较亲切的题材就是这样子，因为毕竟第一个看的就是这个嘛。那个时候第二部魔法少女相关的东西叫做《库洛魔法使》，哦，从此以后打开萝莉控的开关。你有看过《魔法少女小圆》吗？那个我只知道我看了以后，我从此再也只要是跟这个作者有关的任何作品，我一律不看。你看，这就是不正常的魔法少女动画，没错。那个最近可能会有一部新番可以关注一下。哦，我没什么在关注，叫做《魔法少女选错人了》，她是物理系魔法少女，好赞哦，好想看。她是物理系的，然后主角是不良。哇，帅！库洛魔法使也好爱，但是我当初看库洛魔法使，靠后面有一段时间一度就是超级推木之本樱，然后推到最后呢，自从我加入 Fate 系列了以后呢，我听到那个尼禄的声音。就是红 Saber 尼禄的声音了以后，我就回不去了。怎么？你都幻听啊？就是同个声优。哦，就是，但是个性就是帕多鲁，然后我就回不去了。好绝望！我现在库洛魔法使重置了以后，我听了以后，我整个脑海里面都是尼禄的画面。好绝望！我回不去了，没有办法正常的看。库洛魔法没办法了，好赞哦！真是有趣的体验。然后后面还因为有去玩，他之前又有玩那个什么超市那个公主连结啦。哦。然后里面有一个角色也是他配音的，然后是属于那种妖艳的角色。哦。然后我就更回不去了。为什么？你说你看着那个妖艳的角色，然后脑袋出现帕多鲁？对，绝望啊！然后你要我再回到那个小樱的那个那个出现小樱的那个画面，已经回不去了，你知道吗？好笑啊！就是什么都会想到，但就是想不到小樱。对，好只有萧月受伤的世界完成了。超玉公主连结的角色，我可以贴个图给你看一下，但是要找一下那个角色叫什么名字。角色图鉴我看一下哈，我记得人设是吸血鬼，然后会变大变小的。我蛮喜欢吸血鬼的。伊利亚，伊利亚，听过。不是你看的那个伊利亚是 Fate 的伊利亚哦，那就是只有听过，但是不同人。谢谢大家。伊利亚感觉跟魔法少女也有点关系吧，虽然我不熟。
伊利亚也是一个啦，但是他的个性我觉得就没有那么戳我。我是很喜欢那种温柔型的角色啦。我好像就是我现在撕给你的这个是公主连结里面的伊利亚。哈哈，他也轻易，这个人把自己频道搞丢了。你有看到他推特吗？哦，你不知道。好，我最近刚好跟他比较有互动，就是他玩了很刺激的游戏，然后 YouTube 就说，我觉得这个 YouTube 就跟他说，我觉得这个游戏不适合放在 YouTube 上，然后他的频道就不见了。一次，很狠吧？就一次？你玩了什么东西啊？一次吧，应该就对啊，一次就这样子哦，这么狠哦。一次不是正常来说也只是红标而已吗？我不懂，直接变掉。太狠了吧！他现在用的是新的账号啊。他玩了什么东西啊？我突然很好奇耶。叫做算了，我不想讲。你可以私给我名称。可以，你一看名字就知道了。你一看名字就知道为什么了。我光是看标题，我大概就知道是为什么了，对吧？我觉得心很大，真有种啊！很酷吧？敬他，帅！为了做想做的事，拼了！问号？你还去找？对啊。我觉得看起来蛮有趣的，只是我不敢玩。我连被抓去联动都不敢呢。问号？很酷吧？为什么会去玩这个游戏？不是，人家就想玩咩。这游戏私下偷偷玩就好了，你怎么会想要开直播玩呢？对呀。なんで？どうして？他已经很难过了，不要再这样灵魂拷问了。轻易的生命值已经归零了。好吧，好吧，下次真的要深思熟虑啊。他应该下次不敢，真的要深思熟虑啊。他应该不敢了啦，好东西跟观众分享。别，等一下 DC 讲，等一下我的台也不见。没关系，不是我的。这是平常我会对人家讲的话。我平常去别人家联动，我也都讲这种话，笑死。我今天换我了，夜路走多了，总有一天会遇到鬼。真的，夜路走多了，总会三明治。啊！你讲梗的，用功力还要再修炼。哇，我很喜欢这种无厘头的，可能我们口味不太一样。冷笑话型的，那你跟我爸应该蛮合得来的。好赞哦！求介绍。我爸就想说，我讲到底是要底加单瓦固，然后我爸就说要加要给5块哦。哈，单瓦固要给5块？到底是要加单瓦固？加蛋要给5。然后我就看，我就一副这个表情看着我爸。好赞哦！我喜欢。下次来宾找你爸来好了，我们可以交流。先不要，这太快了。等一下我跟他分享一些笑话，你就有更多的笑话可以听了，好棒。不过我可以接受，不过我倒是有机会找郎姐上来就是了。有趣耶，感觉蛮有趣的。我都不敢找家人。我没差啊，郎姐她也常常跑来看我直播啊。还带我的侄子一起来看，好酷哦。那你要合家观赏。然后侄子才1岁还2岁，然后侄子才2岁还3岁，然后还认得出是我。好可爱哦，超可爱的。不可爱，他儿子比他妈还皮，我受不了。还好是别人家小孩。对，我就说你小孩要是你那是不要教，我跟你讲，有一天早出来后我一定要讲死的，无你信不？你是要教是要讲？好，太会教了。因为我姐她的个性应该这样讲，她现在是因为有结婚了，所以她稳定下来了。不然她之前脾气比我更爆、更呛。而且她之前业务是她先去做的，她从高中毕业就直接
没有读大学就直接去做业务了。哦，然后一路做到现在还在做，所以他的嘴巴很强，他甚至可以打电话给客户整路干掉，然后那个客户还会帮他做业绩。好酷哦，好强哦。语言他有多强嘞？应该这样讲，我的郎姐呢，她的我一直看着她的背影一路生活到现在哦。哦，疫情期间，大家不是很多那个企业都就是落寞下来，甚至有无预警倒闭的，不是很多吗？对对对。他那个时候已经自己在开自己的，就是已经自己有注册公司了，他自己就是负责人这样子。然后他在那一段时间，他在疫情期间，他跟她老公一人一部新车，好，老公开 BMW， 他开福斯休旅车，然后他们两个那个时候把小孩生下来，然后还可以把所有的债款全部付清，好猛哦！还兼支援我爸我妈那边的财务。好猛哦，超强，真的超强，真的超强，好强。对，然后我们家有一段时间，因为有在做生意，经营不善，然后有负债。他在那个时候，他已经自己在外面自己一个人独立生活了。他可以回来，他可以再从那段时间自己把自己顾好就算了，还帮家里面把债务还清。哦，超级强。感觉你们家的，但是他嘴巴那个时候，你看我像现在我讲话速度算快吧？确实算比较快的，对。对，我讲一句话，我姐的速度可以讲10句。哇，那可以当 rapper。然后我讲10句话，我姐可以用1句话让我闭嘴。哦，这个强，这个强，这个帅，这个很帅。他很会讲话，好厉害，他真的很会讲话，很强，而且他比我还要呛，呛就算了，他还会让你没有回嘴的机会。哇！蛮爽的，蛮爽的，蛮爽的，好想看这种，就最喜欢看这种人呛人了，就是那种直接哇没办法接。顺道一提哦，他还有在玩，他之前还有在玩车，他一开始开的车不是这一台，他一开始开的车是 March， 你们知道吗？你上的 March 有听过，就小金龟车嘛。那 March 把它改到上面必须要装加装3根平衡杆，车体才不会再开到一半散架。好酷哦！而且改到上外国的上外国的赛车杂志封面，好酷哦，超酷的，好有趣、哦。玩车玩超夸张的，你们家好精彩哦！因为我们家的故事蛮多的啊，我爸也是啊，我爸是文武双全，所有运动全部都会，除了溜冰以外，所有运动全部都会，好酷、哦。然后球类运动每一个都有奖杯，太扯。然后之前是。甚至有被我们台湾的国际足球队邀请，但是他没有去。然后他在当兵了以后，又有进特种部队的志愿役服役8年。哇，好猛，超猛！哇！所以我们家，但是他的缺点就是脾气不好，所以生意经营不 OK。哦，然后就是文武双全，然后他在。我当初我不是说我姐在高中毕业了以后就出去做业务了，所以她是后来才又回来把大学读完。然后当时我爸为了要让我姐有心情去考试，要让她起竞争心态，所以我爸跟着一起进去考。好帅，是怎样？然后进去考还考到国立大学第1志愿。屁啦！兽医系。屁啦！全班第8名，好扯哦，好扯哦，好帅的父亲哦，这超帅，陪女儿去考大学，然后还考了个第1志愿是怎样？然后我姐考到第2志愿，我这个吊车尾就算了，就也不一定是要考大学才是厉害啦，但是就我觉得你们家好。他就说我们年轻人读书都不行啊，我看他的方式，我说你现在这个方式年轻人能做到的没几个啊。他是除了睡觉、吃饭、洗澡以外，完全没离开过书桌的那一种人。这真的太帅了，就是有很多父母都会，就是可能想要教自己的子女要读书要读到很好，但是他自己就做到了，你真的没话讲。对，这个真的是没办法。他真的去考了第1志愿。运动神经也有传给我的关系，所以我在适应的，就是各种方面的适应性算是强，但是缺点就是我放烂，不好意思。所以我在篮球不 OK， 然后
然后我的脾气也因为遗传到我爸，所以我打篮球不 OK 啊，打篮球都会打到那个学生时代打篮球常常演变成打架啊。然后运动神经是有的，只是反应能力也是够的，就是从我爸那边遗传来的。至于读书的吧，我是觉得如果我真的有心要读，是读得很快。像我日文，我完全从50音都还没开始背到听得懂，我花4个月而已。有点可怕吧？有爱就是说语言这种东西，有爱就会学得很快啊。的确。对啊，我那个时候也是像着魔了一样这样子在听啊。我是怎么听？我学日文，我是怎么学的哦？我就因为Whole Life 的 V 嘛，所以他们直播有些人直播时间也很长嘛。对。那他们有些因为都是晚上才在直播，所以早上大部分都在睡觉嘛。那我在上班，我就听昨天的回放。早上一起床，耳机戴上开始听到下班。下班了以后吃个饭，看一下烤肉，复习一下日文。晚上继续听直播，一路听到隔天早上。好强啊！我那个时候是这样子，然后连续4个月都这样，然后就是久了就听得懂了。好，但是我就是发现说，这个真的就是有爱才做得到啊！我爸也是，就是等于说他是维持着这种心态在做学习，所以他的学习能力也很强啊。他甚至在那个时候他考上了以后，他有去读1年，太酷了！他有进去读1年，然后他读的那1年，连教授都邀请他去当助教，帮他出题，因为他有经验嘛，他之前就自己做过老板，社会经验很够嘛。所以他在跟人的应对上面也很强，然后读书能力也很强，那个逻辑啊、推理方面，在各方面领域，甚至还高过于只会读书的教授。所以他的见解会有不同的见解，所以他那个教授就会希望说，他协助他去出考题，这样。我现在整个大受震撼，我刚刚以为你讲到他考上第1志愿的故事就结束了，没有，他还去读1年，但是因为后来发现说，我们家不能没有家计嘛。好扯，所以他还是就是他放弃学业的原因，是因为我妈没有在工作，所以他为了要维持家计，他就那边直接办休学出来，回来继续工作这样。超帅的，你爸超酷的，羡慕了，羡慕了，好猛啊！然后我姐的话就是这一辈子她都一直在向前看啊。我那个时候刚出社会的时候，我自己一个人出来住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讲说，分享说，我买了什么东西，然后他那个时候就看着我，他就跟我听了我讲这些以后，他就叹一口气，他说：“哎，你现在才刚开始享受人生而已啊！你在这之前，你都住在家里面，跟着家人受苦，你不知道什么叫享受，你现在才刚开始享受人生。”对。然后我后来我也知道说，我姐的意思是什么。因为什么叫做能够完全掌控自己的财务和生活？对，那跟只是寄住在家里面，因为你住在家里面的时候，你会你的一些吃的东西啊，就是食衣住行会被控管嘛。对，因为你都只是生求拿钱而已啊，或多或少吃什么你不对啊，你吃什么你们选不了啊，因为都是家人煮，家人煮什么你就吃什么嘛。那煮的好吃难吃就看你的命嘛。那你自己要出去，你要花钱，你就只能跟伸手拿钱，拿多少，可能连1餐的钱都不够，所以你能吃的也有限嘛，也没办法选择嘛。的确。那你在家里面，你也不能睡太晚，因为你睡太晚，你在家里面打个电脑，例如说像我现在在开直播，我爸就会跑上来，卡谁声音啦，规栋拢听得到你的声音啦。那住在外面就不一样啊，我可以自己选择啊。那你如果晚睡也可以啊，你隔天要上班，你起得了床吗？你起不了床被 fire 掉，自己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对，这就是自己的人生自己选择。那你如果那这个样子的时候，当你能够完全掌控的时候，你才是真正在享受自己的人生。我是觉得这句话我姐讲的也特别对。哎，说的很真的。对，的确。有爱真的很重要。彩虹小马跟卡里的直播让我的英文变好。没错啊，可以看，也可以看。Holo 现在就有 EN 组、有 JP 组，还有 ID 组嘛。对啊，想学印尼语的也可以去。啊？想学印尼语的也可以去看。想学印尼语的也可以去。对。啊，所以就是啊，你要
你要学简单一点，要学粤语就去追港 V 就好啦，这么多是不是？啊，想学台语吼，来嗨，可以来找我。哎呀，你想要学台语，你嘛会当来找迄个会记啊，对吧？对啊，有些讲专台语的嘛是有啦，嘛是有。哎呀，有当时我嘛会开课啊，你嘛有要学，你嘛会当进来搞，你嘛甲我出题目，我会当解说给你听啊，对吧？有想要看？没问题啦。嘿，看别人学台语的嘛是会使去看，有时候也会有，对不对？我基本上因为我是百无禁忌啊，你要聊什么话题，只要不要害我被 ban， 基本上都可以聊，所以这边就还好。哎呀，你要学东西的话，我不会吝啬于分享我的心得给你们听。如果对你们有帮助的话，那我觉得我已经达到我出道的意义了啊！我出道其实我出道的目标有几个啊，第一个就是我想要。当然，自己也有私心嘛，我会想要去接近我的推啊，去跟他一起玩啊，这种这一定会有啦。对，怎么可能会没有？不要骗了，一定会有吧。那再来就是，我其实会想要找人说话，不是只有单纯就是闷在家里面，公司就已经没讲什么话了，回到家里面又一声又不吭，然后我一个人住，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说，就这样又过完了一天。那就是想要找人说话嘛。那第三种就是希望能够帮忙其他正在努力的 VTuber 们，让他们有继续直播下去的动力。多一个订阅，我相信每一个 VTuber 都会很重视啊。真的，哪怕他是千订万订都是一样。当我看到那个某某某订阅了你的频道，哇，那个感觉就是，你知道当下会有那种感觉我出来直播这一些，人家欣赏我，订阅了我，我觉得我出来直播值了。对，每一次只要他一跳出来，我都有这种想法。对。那再来就是，想要结交更多的朋友嘛，因为每一个 VTuber 他们都有自己的每一个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家庭、不同的县市、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想法。那能够结交更多人，我的朋友就更多啊。那未来有没有机会跟这些人出来聚一聚？从单纯的网络关系变成现实的朋友，这个也是我其中一个目的啊。对啊，不错其实就主要就是看你愿不愿意踏出去而已，我觉得就是这样。你是要推荐大家出道吗？其实也不用啊。你如果真的要你如果真的只是单纯要人际关系，我们 V 跟 V 之间我们可以维持关系，你们观众跟观众之间也可以互相约啊。对啊，真的有一些人的观众还会互相约旅行团，然后全体穿制服还去拍照的，很酷。我的推女生，她的观众跟另外一个观众在那边认识，结婚了，哇，好赞哦！我怎么记得有一个 V 就是专门会让观众之间结良缘的，也是有。对啊，所以就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机会，主要就是自己要能够踏出自己。你说自己是 I 人不要紧，有没有胆量踏出这个舒适圈，去尝试新鲜的事物？然后去评估说，这个踏出去了会不会有什么风险？如果这个风险不会造成一辈子无法弥补的损失，那为什么不试试看呢？哇，讲得超好。最差的结果也就是回到自己爱人的圈子啊，是不是？对啊，你不要去那种去了可能会被绑架，然后消失于这个世界。不要去那么危险的，就是你在风险 OK 的情况下，你顶多就是没有人理你，你很尴尬，自己回家也不会死啦，也不会怎样啦。对啊，给自己一个机会，给自己一个机会。因为这样子感到受伤啊，不要怕受伤。人之所以不会跌倒，就是因为从不断的跌倒中爬起来。哇，好励志，好励志。对，所以不要怕，他多尝试几次，总有一天会是你的。真的。好啦，那我喉咙快要撑不住了。你要撑不住了，好，那我们就跟大家说拜拜吧。那感谢今天火蛇的邀请，非常感谢哦。我也很感谢，就是如果有要，没有啊，就是你还蛮乐于分享的，所以我好像也收获了蛮多，虽然需要消化一下，但是有感受到，有被激励到啦，包含那个运动方面跟那个意志力方面都有。对，如果有任何问题这边不只是在直播上如果生活上面的问题都欢迎随时来再找我啊。然后想要听更多故事的人，这边也都随时我的
不论是会有我的私讯，不论是 DC 或是推特，我都是开放的。如果有想要找聊天的呢，我有空我也会回复你，我不会觉得厌烦，你也不用怕打扰到我。这个我还蛮开放的，所以这边的话，如果有兴趣的人呢，都欢迎随时来找我，好不好？没问题，没问题。好赞哦！你有什么要宣传的吗？宣传啊！我的 YT 正在冲500订，差10几个人，如果可以的话，希望大家可以帮个忙。要去啊，要去啊！希望大家有兴趣，就再来我这边多做啦。至于参加型，这边都在打嘛，不然偶尔会开个神界啊。如果想要一起玩的话，也可以一起来玩玩，好不好？哦，神界，神界好耳熟哦，神界。对，神界就因为这些是免费的，所以观众要加入会比较容易一点。你说的神界是我想的那个吗？就是画面比较单纯，然后就卡牌游戏啊。哦，你好酷哦！好，我有机会要去找你玩玩看。没问题，没问题，欢迎。那我这边的话都是一视同仁，就是没玩过的优先。然后第二轮的第一轮没有人要加，没玩过的人呢，第一轮要加了才加。我的游戏规则一直是这样子。很赞耶，超赞的。喜欢互动的，真的是蛮适合去找你，就是想跟你聊天、想跟你玩的，好赞，超赞。这边的观众都在电我，所以呢，欢迎啦，好不好？好，那我要宣传什么吗？没有，就是明天我会开一个杂谈，就是正能量杂谈。就是因为大家隔天要上班，可能蛮可怜的，所以我来给大家一些正能量，就这样，对，好，那我们就关台了，爸爸。我其实有一个传统，就是我关台都会蛮唐突的。怎么了？你那个眼神是怎么回事？唐突？对啊，就是像这样。